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精神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是在我顶人心。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 嘟嘟嘟嘟，全身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总心坚强免搁想伤济。袂停，感觉世态，伊势比像看台，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出马，千百里江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天空降下的，波光风波的，身边只准备一千个等的，看你困眠是我的最爱。叫我的半生半世，都做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准备拖四号。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梦人。咱的感情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悲怨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猪脚囤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精神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是在我顶人心。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 嘟嘟嘟嘟，全身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总心坚强免搁想伤济。袂停，感觉世态，伊势比像看台，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出马，千百里江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天空降下的，波光风波的，身边只准备一千个等的，看你困眠是我的最爱。叫我的半生
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世的你，早就已经离开，悲怨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祖先娘娘，请你赐福。你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囤足鸡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是在我顶人心。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我的嘟嘟嘟嘟，全身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做成坚强免搁想伤济。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感觉世态，伊是去唱看台，刀光剑来无三通，叫我做爱千百年，叫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宝岛风飞，心悲只嘴比一千个等的，看你困眠是我的嘴眼，叫我的半生半世，都找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做味拖算好，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老人。咱的曾经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世的你，早就已经离开，悲怨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祖先娘娘，请你赐福。你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囤足鸡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是在我顶人心。
伤多。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感觉世态伊设计超看待，刀光剑来无三通叫我做爱，千百二天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雨，无辜放飞，身边只准备一千个等待，看你分辨是我的嘴硬，叫我的半生半世，都做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做比拖算好。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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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看到吴昕老师说全家认证的猪，我想说全家就是你家，然后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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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这两天也全家出货，出到整个人都呛掉了，你知道吗？对，无限出货就是伊藤先生这边帮我们出募资品出货，然后我这边是高阶会员的出货，然后就是各种就是全家就是你家。可是伊藤先生是用邮局出货啦。来，各位亲爱的面社们、募资大佬们，你们的募资回馈品已经出货当中了，敬请期待你们的募资品送到你们手上那个同时，你们一定要收货，拜托一定要收货，拜托这个很重要，一定要收货，不收货的话就被退回去了，你们老婆就无家可归了。这么冷的天气，你们舍得让她无家可归被退回去吗？不行不行不行，一定要收货，知道吗？わかる？不要大姐是这样理解的，没有错。吴昕老师，我先一一跟大家打招呼。这不是我们的福利小福利，福利小福利我祝福利 ，Happy Every Day。小土豆你好，你没有走错那个频道，这里是朱迪卡吞就给冰的。我们趴趴熊真的要来送福利了，谢谢趴趴熊。我们吴昕老师已经迫不及待要扛那个12个月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 Double 老师替他扛。Double 老师非常期待我们接下来有各式各样的好玩配方。Double 老师真的没在怕，对，因为 Double 老师很爱吃猎奇料理，所以就完全爽到就是 Double 老师。那个吴昕老师，你如果扛不住，就1个月也扛不住，我们可以改寄给那个 Double 老师啊，对，他乐见其成哈。吴昕老师昨天没来，不然一定更好玩吧？吴昕老师心与我们同在，而且过2天我们吴昕老师就要来高雄找猪猪了，好开心哦！我们要去吃好吃的东西，对，而且昨天我只能说那个投票实在是有够狠的。就昨天趴趴熊就很调皮猪猪啊，那就要问一下大家要给吴昕老师几个月。我心里想说，哇靠，这是我可以决定的吗？我原本想说我们是不是稍微手下留情，从半年开始？我也想说大佬们大概1年起跳的，你知道吗？但是还好，就是我们只能说大佬们虽然说心很手辣，对，只是只能说那个刀子口豆腐心啊，从1个月潜藏开始啦，好不好？对，1个月潜藏开始，然后最高期限到12个月，也就是1年，好不好？虽然说我已经预料到应该是1年了，对，果真是1年。OK， 可能就是怕说1年起跳会吓到我们的各个老师们，对，我们不如就是点假沙挖工，先从1个月开始，但是里面还是有一年份的选项哈。昨天真的超好玩的，你知道吗？然后像猪猪哥会前面都要先问，我没有，他你哪一只眼睛看到我像喝的样子？请问我今天也没有什么 Nadu 1， 什么 Nadu 2 Nadu 3了。对不起，我先喝一口，我喝的是水，不是奇怪的饮料，好不好？行程伊拉塞胡说八道伊拉塞名单整理的，如果有人没收到什么可以等等。
是的，而且这次就是伊藤先生负责帮忙，就是出货，然后我们的出货名单是交由我们的出货小天使吴仙，以及我们的出货小天使，我们的兔兔老师，就是兔子猪老师啊。对，因为2只猪猪都是老师，好不管。然后，所以我现在被分类为唱歌猪，然后兔子猪老师被分类为画图猪，双猪。等一下，我是不是没有循环？等一下，我的循环呢？谁盗我账号？为什么会忘记循环？好，都是先给老板吃好，我们就是不管每个月是怎么样的回馈，我们都先给三清板板尝一下。对，就是朱迪卡每个月就是努力的在台湾食文化上面做推广。对，这些猎奇的菜单或者是配方，来自于本频道非常非常热爱本土文化的观众们，应该 maybe 或许一开场没有啊，我觉得我很乖啊 Andy。 然后无名先生来了，昨天去看了一下家电行，是不是快10万？哇，随便买快10万块啊！你是看 Dyson 系列的吗？请问你是看那个很好用但是不太便宜的那个 Dyson 的系列吗？胡说八道。然后对他们很坏，他啊超坏，快很准。1年前的今天你也在，真的假的？哎，怎么这么巧？1年前的今天你也在高雄？天哪！好，那就注定你每年的这个时段你都要来高雄一下，这样子。迫害没有选择权。迫害哦，很像是迫害是没有选择权的齁。对，好啦，反正迫害没有选择权，我尽可能把就是我们所有的嘎子版本都做得好吃。你看，我们这次老干妈的配方5告后加一点都不辣，而且它多了就是辣椒的香气跟那个辣油的那个非常非常。我觉得它很刺激味的，它很开胃耶，它其实拿来当正餐也可以耶。我觉得意外的它非常开胃，而且是稍微没有什么辣度的咸蛋糕。对，他们好坏只敢选1个月，那么多选项都是不够星河，啊不合。你还有什么遗言就快说吧。您的4个月看样子，我们的福利熊总裁可能要帮您补上去了。您就说说您的生日蛋糕要什么样的生日蛋糕？3色豆。亦或是老干妈蛋糕体，一样是加上你最爱的芋泥，又或是很奇怪的凤梨。对，怎么会有人喜欢吃这么奇奇怪怪的夏威夷披萨呢？啊，我真正无意挑起食物宗教战争，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凤梨这个东西为什么要出现在披萨上面？喜安宗啊说真的啦，我昨天看到那个3色豆之前不想承认说我不敢吃，就是不太主动吃3色豆，就是怕被陷害。但是我觉得都弄进了康脏啊，我也没什么好藏的。对，老娘就是没办法吃3色豆，怎样？反正你们也弄不到我，怎样？不是米娅老师，昨天去找啊，真的假的？啊，不是米娅老师，我们档期只剩最后2天了，我们还没有挑战到我们的香菜拿铁，不觉得很可惜吗？啾咪阿斯，不是米娅老师，我们还有2天的时间，你可以再考虑一下，喝1口思考人生，喝2口看见人生跑马灯，喝3口你的人生顿悟了，清净了，到了忘我的境界。YF 先生也拉塞，你吃了觉得蛮好，是不是？不过如此，没有错，就这样子而已。我跟你讲，他们再奇怪的配方，我的厨娘魂尽可能的都努力的跟我敬爱的可爱的雨薇老师，我的烘焙顾问协商，请问我这个应该是这样调配可能比较好吧？然后他就是每个月都这个月菜单嘛，让我想一下每个月我们2个都在那边就是调一些，就是很担心配方调不好，但是意外的配方都有办法调好没关系，这个月什么青花椒芋泥塔，而且我们薄荷非常非常亲切的加上了我们台湾最美丽的花香菜，加了，我跟你说它加了好不好？对，我跟你说，即使这个菜单也是让我觉得应该是不知道该怎么去调和它，但是我相信在我们2月初把它成为高阶回馈的那个当下，应该是有办法让它好吃啦，应该有办法。可蓝水嘛 ZWL 先生也来晒这一下聊天室，我想是这吗？这不要不行，我想老师他在高雄，对，他就只能任由我定夺。对，我明天会带一大把香菜过去迎接他。对
画图之后，表格的名当中的有不小心删除画也先下跪吗？应该是不至于啦，对啊，就反正都寄出去了。我倒是比较担心没有人领，这个请大家乖乖的一定要领哦，因为这些募资商品，说真的，真的是我们应该说是募资限定，我们不会再版的这个状况下，也是为了感谢，就是说，在那个期间内支持我们的大家，因为这次募资商品，即使我自己很想再多留几份，但是我们真的决定不再版了，对，就想说把这个限定版本留给最感谢的你们，所以一定要记得要领起来，对，因为被退回去会很麻烦哦，而且因为其实我们这一场募资迎来了还蛮多不是B 圈的朋友，我们比较担心的是他们不晓得要寄出去的当下，然后又担心是诈骗什么的，没有去收，所以好险，就是伊藤先生有替我把那个我们的外包装上面有就是印一些猪猪的 mark， 还有豚足迹的一些什么小心碰撞此面朝上印易碎物什么之类的那个什么警语可爱的，应该不像是诈骗集团会寄的东西，对，所以收到的应该就会想起来说，哦，豚足迹的募资商品应该是推广猎奇料理吗？哦，我们这个是台湾文化的食文化精神，然后我们不要说猎奇，我们这个是非常成熟，非常非常诚恳的食文化，对，很诚恳。我就不要小尾披萨，你要跟我相爱相杀是不是？你不行啊！你还记得我帮你订的那间饭店吗？那间餐厅基本上我偷渡带我的香菜进去是不会有人发现的哦，亲爱的，请你三思而后行，谢谢。谢谢嘉德，我好期待嘉德，谢谢啊，春姐姐伊拉山，春姐姐你最近头发留长了，我看你已经可以绑马尾了，你好棒！春姐姐的锁骨真的很性感，然后皮蛋什么的，这个我觉得偷渡香菜我还可以接受，但偷渡皮蛋过去，我真的觉得好像有些超过了。对我这个皮蛋的部分，我可能把那个吴昕老师压在我家，对，逼他吃。不要凤梨肉粽不可以，那什么东西？可是凤梨肉粽我觉得或许可以嘞，但凤梨披萨我就比较没办法。蓝瘦圣教先生已拉塞，吴老师那个要先卖不要，可以不要？不是开车的是我，对，用路权在我身上，要去哪也是我决定，对，所以我是安全的。三色豆加葡萄干不可以，三色豆奶茶我也打死不要去。有人在批判怎么需要多少？这不用担心，这不用担心。我们福利熊已经要制裁我们的薄荷了，也要制裁我们的5000老师以及我们大宝老师了。但是这个部分实在是那个三色豆的部分不用破费，谢谢。玉米萝卜青豆是好吃的，姐姐，这3个东西。基本上我自己会去摄取，对，我会从最原始的玉米上去啃下来，我会从最原始的萝卜上去切下来，我会从最原始的青豆上去取下来。但是你要我从冷冻的外包装把它剪开，然后去食用它，我真的没办法。对啊，我觉得要新鲜啊，就要10万伏的，要变成皮卡丘。等一下，我追一下聊天室啊，小妮妮，我们的老干妈已经出货了，谢谢小妮妮的配方，这次的配方大家我相信都会很喜欢，因为意外的真的很好吃，小妮妮记得收货。然后我们再次叮咛，我们的 DV 的募资专案的商品已经全数真的，今天我们的邮局都已经收走了，快点，不要让你们的老婆在外流浪，一定记得要收办，被退货真的很麻烦哦，好不好？伊藤先生，快点，我们现在快点往下吹嘞！我们最辛苦的伊藤先生出现了，喝一杯解气，要不要解放你的肠胃？等一下，伊藤先生，我跟你说，草空间的店长基本上是用料实在又新鲜，他不会解放你的肠胃，他只会让你3魂6魄，可能暂时就是达到了一个安详的境界，开始思考人生。对，因为他真的是很迷幻。伊藤先生，要不是你人在高雄，不然我真想给你一张 VIP 券呢。有没有机会让你跟你的老婆去大稻埕约会一下呢？我们这2天最后2天。有兴趣的话，我把 VIP 券给您哈。我欢迎最辛苦的伊藤先生，真的是非常非常细心，把我们的货还有我们的一些什么商品，总之都理得非常非常的实在又仔细又安心安详，真的感谢创立，感谢伊藤先生，感谢你们这一次把我们的木制品都好好的安详的送到各位脑公的们的家了，所以你们脑公的脑公们，各位要注意你们的老婆，不要让他们在外面流浪，知道吗？盛红也拉塞，真的很想我吗？好，盛红，你今天可能一样没有被盗账号，一样专情哈。
李轩怡啦，小心碰撞，谢谢恰恰，小心碰撞，有碰撞。不，你再给我皮，你的蛋糕我上面就真的给你撒三色豆，我跟你说，三色豆蛋糕要不要？不好，我真的做给你。拇指小皮了，有啦，要记得收收，知道吗？比较性感啊，陈姐姐，我们像在商业互捧吧？怎么可以这样子？陈姐姐比较性感，真的。肉粽为什么反而可以？因为你们吃过夏威夷炖饭吗？夏威夷炖饭它里面就有一些水果类的东西，我觉得饭类我可以接受，可是披萨我就觉得花了发。我觉得啦，凤梨不是不能吃，我单吃凤梨也可以，可是不要加在披萨上面，可以吗？有，我们趴趴熊说他今天或明天可能就会制裁你了，你自己给我注意。大肠包小肠披萨，什么制裁？那不是趴趴熊的爱心吗？哦，对不起，涛啊，对我怎么可以说制裁呢？啊，真的是小女子用词不当，对不起。那个国文老师常常哭晕在厕所，对我现在努力即刻反省哈。哦，这个是爱心，这个是敦亲睦邻，这个是暖冬送爱心，暖冬送爱心，都是等一下。不是，我的生日还很远，我的生日在5月30号，还很远。你们想制裁我三色豆蛋糕？哇靠，好像不是不行的，因为这次我已经要为了我们团队要做那个什么香菜凤梨，好可怕！香菜凤梨蛋糕，我总觉得我被制裁的路好像也不远了。好，莫急莫慌。总之，不好，你要不要吃三色豆蛋糕？你要不要吃？我想做看看呢。这是我的文文伊拉夏，文文辛苦你了。我们这次第3届的金米奖真的是很辛苦，然后真的也是很棒哈。而且第4届已经确定要办了，文文，我没想到第4届真的已经马上在第3届金米奖结束之后，马上就放出这个重磅消息，嘣嘣！我们今年真的有第4届。你知道猪猪姐姐已经在准备一些很奇怪的企划了吗？猪猪姐姐已经在准备一些很奇怪的那个菜单的部分啊。我们不要说奇怪，我们是台湾食文化的推广，不遗余力。好，我们今年是不是可以再度我们再来入围一下那什么创新什么？反正我就是要参加到底，反正我们继续办，我就是继续参加。对，我觉得这个活动实在是太难得了，我们辛苦了，我们总之2026年请多指教哦。你们团队也要好好注意身体，不要太累哦。对，香菜真的给超多，是不是？其实我觉得香菜的量在那个冰淇淋圣代上面可以更多啦，我觉得。我那时候吃到香菜不够吃，我还去挖那个香菜拿铁的那个香菜挖过来冰淇淋上面吃，因为香菜这个香菜量不够，这个要加量啊。木制品包裹，请各位下周慢慢注意的。是，因为今天刚收走我们伊藤先生很仔细的每一个都仔细检查，而且我真的觉得他很细心就是有些包装的那个手法可以看得出来，有些就是包的粗枝大叶，但是伊藤先生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非常细心的包工，太感谢了。不过刚刚说就撒上去吗？再多大干嘛？对不对？反正你们制裁不了我。我的生日还没到。但这个蛋糕的部分呢，既然是我们趴趴熊暖冬想要送暖的部分，你可以跟他讨论一下。对，因为毕竟趴趴熊有1/4的股权。我在讲什么？我们趴趴熊有1/4的股权，可以决定这个蛋糕该如何进行。好啦，开玩笑的啦。薄荷跟趴趴熊可以决定一下想吃什么蛋糕啦，毕竟这是迎来1年年资的专属回馈。我们薄荷如果真的被补足了4个月的话，就真的有蛋糕了。希望可以开开心心的收自己想要的蛋糕，好不好？我们盛虹41个月，猪之主讲，所以我木真的想不起来，然后我帮我我记得我们盛虹是1万块上下的那个，很像是嘟嘟嘟的样子。对，我记得那个时候盛虹是1万块上下。对，因为我其实有把大佬们大概募了什么那些东西稍微有看过，对，然后看完之后才放心的交给伊藤先生包，对，因为就是悟性他们整理的很辛苦，所以我也顺便帮他们检查一下，应该都没有问题这样子。对啊，凤梨火腿所里干木里有朋自远方来，谢谢雅晨，你记得去领你的饼干哈。你小心下次你再续我的高阶，我给你加料加辣椒。我跟你说，还没买到迪卡专辑吗？迪卡专辑不用担心，迪卡专辑我跟你们说，一定是很下趴的，会在今年的4、5月让你们看到。对，我们现在就是在进行那个很下趴的装帧了，连我自己都觉得哇，好不可思议哦。
小喵喵应该下，小喵喵记得去收你们的辣蛋糕，而且很好吃耶，小喵喵。对，因为小妮妮的部分通常都是小喵喵会代收，所以就是基本上她们姐妹的东西都会放在一起这样。小喵喵记得收我们姐姐独家就是指定的配方老干妈，我们的芋泥卷好吃好吃，我们巫仙老师已经有先吃了，好吃，不要忘记的嘴上厉害在。我们那个福利熊拥有我们猫薄荷1/4的股权，怎么听起来怪怪的，像有本，此处有本。马上立刻吗？对，我真的是非常马上立刻，很迅速哦。对，而且啊，我跟你们说，我们这次2月7号的 Tube Out，有抽中的大家真的是恭喜啊，恭喜！对啊，不过如果没抽中的话，其实我们还有线上票的部分。哎，我问一下，线上票的部分已经卖完了吗？还是目前还是在热烈贩售中？我跟你们讲，我们上次真的去录那个 Tube Out，超好玩的，对。而且真的要谢谢公事爸爸，让猪猪吃好睡好，还泡温泉吃草莓，谢谢公事爸爸，好开心哦，真的，对，因为那几天天气真的，虽然说会出太阳，天气不错，但是日本的冬天真的四季分明，真的就是冷，对，所以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下来，你知道回到那个温泉饭店泡温泉多爽吗？真的是太愉快的一段旅程了。对，然后也期望我们的 Tube Out 的那一天的表演可以让大家喜欢。猪猪身为开场嘉宾，要感谢我们公司给猪猪这个机会，大家要参加金币奖哦，可以让你接轨国际哦耶！你觉得我这段宣传文是不是还不错？可以加那个什么加菜吗？加菜。好啦，总之就是感谢再感谢，我觉得一切都是金币奖的缘分啦。对，所以可以的话，就是希望这个金币奖真的筹办不容易，但是他这个奖项真的让很多可能身为个人士或者比较没有资源的 V 朋朋被看到了，真的是很棒。所以不管你们的推是谁，都一定要好好的支持他去参加这个金币奖。对，其实我不是很懂尾牙的选项，帮我们填对吗？没关系，小喵喵你乱填也无所谓。我们的尾牙基本上不是29就是30，但是我觉得30号的几率高。不过我待会再去看一下那个投票到底是礼拜4还是礼拜5了齁。有一个可以破坏了，一直忘了这只海天使吗？等一下，你想对文文做什么？你想对我们的文文做什么？我们辛苦的文文现在一头雾水啊！没事，我们大佬没有想干嘛，他们只是想要慰劳我们这群辛苦的团队，对，然后对他们只是想说你们真的辛苦了，真的很谢谢你们在这个圈子努力奉献好之类的，就是很暖心，然后照顾猪猪什么之类的，对他们想要表达的是一些很暖心的感谢，但是呢，因为他们生而为总裁，对他们就是人狠话不多，对他们会把这些非常碎嘴的这些怎么讲感恩的这些非常啰嗦的这些心得浓缩成4个字，你给我吃，对，给我吃就对了给我吃就对了，好，不管几个字，对，他会浓缩成非常霸总的台词，但是他们想说的只是谢谢你们照顾猪猪，就是这样子。悠悠卡呢，在等通贩吗？对，悠悠卡，你们等我一下，因为我在等那个草空间的这一档，到了18号，就是活动结束之后，我会再盘算一下，我会再算一下我们剩下几个立牌，然后我们再一起上通贩。对，悠悠卡很香，我知道，而且其中一张悠悠卡是比较香香限定版的，也感谢彩彩那个时候有印制香香限定版跟普通版。那其中一个香香限定版，猪猪也会纳入这次我们尾牙的抽奖活动。我们这次尾牙的抽奖活动呢，这次才算说很皮很爱就是被大家殴打，但是他依旧秉持着很皮的精神，一样有帮大家加码，就是他的独家抽奖商品。但是他怎么样？就是不让我看到，他真的很皮，你知道吗？也就是说，尾牙当天我可能才有办法开给大家看，到底是什么东西，要抽什么我也不知道。那这个表单应该是，对，就是说猜谁会被迫害的很惨，你只是就是直觉看今年度谁会就是在迫害名单里面被迫害的最多啦，就这样子啦。拉
辣椒部分请你冷静嘛。我觉得我很冷静，雅琛，我哪一天不冷静了？是不是？对，老师，我今天好像不是杂谈，我今天是歌尾。好啦，等我一下，我快讲完了。花花球的猫薄荷1/4的股权啊，对，我是这样子解读的，对，很不错，可以剪成广告。对，我觉得我们可以剪成一个精华秀的词，不是吗？在那个 Tube 那个前后要宣传的时候，把它放出来。等一下，我快讲完了，对我这个快讲完了，杂谈吗？问题不大。好啦，我真的要唱歌了，等我一下啦。啊，是破西，谢谢你的降落。我们破西也都很习惯了嘛，我们那个歌回之前，要杂谈1个小时。好了，我今天真的会唱。对，但是有太多事情要跟大家聊一下，等我一下。然后，小小跟我一起福利，最近好吗？新年快乐！然后午餐时间见到大家，先上迪卡吗？谢谢，这个周末非常棒的礼拜5的周末陪伴大家。对，待会真的唱歌，真的。那个限定版本真的香啊！那个限定版本之前我有 po 过，真的很香啊！就是超香，基本上就以猪猪的尺度来讲。那个表情管理啊，跟那个布拉甲，跟那个臀部对，比猪猪这1-2年的周边来讲，应该算是尺度有点高。对，我刚拿起来看那个金家北拜，这种迫害一定是猪猪。饿了啊！好，记得吃饭哦，记得吃饭。就是吃太多辣椒会死。我跟你们说。辣椒的部分不用担心，因为鸭膜饼干是纯原味的啦，不用担心。这次就是有选择那个鸭膜饼干的总裁们，你们是纯原味的手工奶油鸭膜饼干，而且还是财神爷的祝你们发大财。对，然后对，欢迎降落，习惯了，会，我真的差不多要唱歌了。然后这位是天地伊拉塞，我店先生伊拉塞，光是放那边那种香会冒出来那种香，真的，只能说这个尺度当初悠游卡在审核的时候。他们一直这个可以吗？你确定要这个图？听说审核了很久，对，就知道这个图的尺度好像有点高。那个像是猪猪的香味，还是香菜的香？好像是缺一不可对，标题可以改成午后歌会吗？等一下，这个好呛哦。盛宏，你越是这样讲，我越是要我现在就唱歌，我现在就唱给你们听。春子姐就像你昨天。说要对，就是穿成那样子，然后不断在他身体磨蹭之后，然后再快点就是跑回去房间锁门。对，这个就是最高端的处罚方法。对啊，还活着吗？笑笑哥，好，2026年请多指教。悠游卡呢？有啦，悠游卡有啦。悠游卡的部分那个等到这次那个草空间的档期结束了，我们立牌啊、布拉布拉的全部都收集好了，然后我们会再统一请。我这一次如果没有空弄的话，我在想说，好，总之我再看看有没有哪一个平台有办法帮我用一下。对，我应该这次也是委托看哪一位小伙伴可以替我上架跟出货这样子，对，多麻烦他们，然后看服务费怎么算，再给他们抽这样子。好，所以呢，请大家再等我一下。不好意思，对，最近虽然说我们3D showcase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接下来是如火如荼的忙我们2026年的一些可能专辑装帧，然后还有新衣装的部分，还有就是接下来要迎来猪猪的生日了嘛，我们总是要安排一下我们的周边，对，我们就是生日周边现在也要开始如火如荼的进行了啊，好忙。真的超忙，唱一首就算有唱的哈，真的耶，福利熊。所以我刚刚其实开头就有唱啦，我唱了全家的主题曲跟那个福利熊歌啊。好，我喝口水。没有，我真的没有要皮，我真的没有要皮，真的没有。刚刚不是说过一次吗？原来其实我今天回放还是没有关哦。对，你们自己小心哦。你们小心，现在是时空旅人哦。他有说过没听到，就这么最后你错过。对啊，我才觉得我是时空旅人吧，因为我想说奇怪，我刚刚不是已经有说过一次了吗？我才觉得我是时空旅人吧。就是要面对公家机关哦，
还好吗？这年尾了，年末了，大家都辛苦了，快要过年了对，我还是唱歌好了。好啦，我要唱歌啊！那个可能会被制裁的那个某某老师，或者可能那个有1/4即将就是会让趴趴熊拥有你1/4股权的那位薄荷，对你们自己好自为之啊吼！亲爱的朋友啊，流水先生已拉晒，好，我真的要唱歌了，我来看一下我们塔瓦精心帮猪猪准备的歌单区，而且塔瓦很细心，帮猪猪把原创曲的歌单准备的很下趴就是他帮我整理在那个台语区，而且还置顶，然后很下趴的还照着我们那个专辑的顺序，谢谢我们这位非常非常专情的年资大佬他哇下个月还要面对我要更烦了是不是？来，我们快放年假了，大家就是放年假之前可能各种事情忙碌，好不好？我们一起撑过去。说到公家鸡瓜，是的，我们晚上有要开公家鸡瓜，好可爱。对，我们今年会很忙哦，跟吴昕老师还有大宝老师基本上对会一路忙到年尾。对，我们今年对公家鸡瓜，对但至于是什么样的一些内容，请静待我们慢慢一一为各位公布，好不好？对，吴谦老师，你不需要抵抗了，你在大佬面前越是抵抗，他们越是想加码。对，公家鸡瓜好可爱，歌单不是自己就会更新吗？好了，他们一定是吃到了某个他开头的小精灵的指令，然后就自己更新上去了，对吧？他哇，什么偷偷的贴上，什么偷偷收回，你在讲什么？猜。我想看彩彩他这次帮我们尾牙加码的那个周边到底是什么好想看，可恶，都不贴给我看。我像老师反正也不能反抗，不如好好享受。你们放心，我每个月呢，基本上那些很猎奇的配方，真的都努力都会做得很好吃，你们不用担心。公家鸡瓜好可爱的感觉，超可爱的好不好？好，不要吵，对，大家都乖乖的，好。我们真的要准备要唱歌了等一下我谢谢等一下我回一下工作信息。我有友军了，谢谢我有友军了，我即将迎来友军寄给我的某个东西，我有友军了，谢谢。尾牙永远都是吃光嘛，欢迎大家。我们这次尾牙不是1月29就是1月30，好，那等到我们时间可能这2天就会确定了，我就快点把待机室做出来，然后一样是168一抽，我觉得168真的是很棒的数字。快过年了，希望大家都财源滚滚迎财神一路发，一样是168一抽，然后按照往年的方式，就是最多10抽，让更多人有机会可以抽。然后一样我们就是有加入，就是说你如果想帮其他人抽，也是可以投例如说你自己已经抽了10抽了，已经就是丢了10抽了1680，那接下来可能你自己没有扣打了，但是你想帮别人抽，想要就是可能慰劳一下其他人，让他希望有更多的抽奖机会的话，你也可以例如说想帮某位老师抽，或者是帮牛妈抽，帮水灵抽，帮雪哥抽，帮那只那种最坏的财抽，或者帮阿印师抽，或者帮我们春梨姐姐抽，帮子妍姐姐抽，帮他娃娃抽，帮学长抽，反正这是一个善的循环，或者是福利熊帮所有人抽，好啦，都可以啦，好不好？大概是这样。总之，希望一年一度大家都辛苦了。お疲れ様のように。会用那感じ，总之大家就辛苦了一整年，大家好好的来疯一下吧。公家鸡瓜，对，郭家鸡瓜，吴昕老师，像我不会在除夕那天看到面线兄弟寄来的快捷吗？这个我不好说，但是你曾经有收到我们面线兄弟寄来的快捷是吗？尾牙永远好，广老呢，穿猪猪羡慕吗？为什么我要羡慕广老呢？阿医师怎么了？阿医师又开了另外一间饭店了，是不是？好羡慕哦，我也想吃。阿医师，然后
猪猪啊，三哥三哥いらっしゃい。三哥，我问你哦，你之前在那个 V Stage 演唱会做给大家的那个金蒙干练芦笋汁还有得做吗？我在想说这个东西如果列入我们的那个尾牙抽奖品项，应该也是很棒就是不晓得，因为我们抽奖品项可能就顶多再请三哥替猪猪做个2-3罐，然后这个钱看我要怎么给你，再看会给您还怎么样。我想说那个东西很棒，有机会纳入我们这次尾牙的抽奖品项，我也很开心。对，但是不晓得说那个做起来会不会麻烦啦？对，先预定30周，哇靠，好酷哦！不要帮你吗？好，牛妈不要帮你，那帮春丽姐姐也是可以的。对，好啦，抽都抽。总之呢，就是希望大家玩得开心。那今年度，那反正不管想帮或者是不帮，最重要的是大家要玩得开心。对，那我这边的奖品也尽可能准备一些会让大家比较惊喜的，对之类的这样子。对，然后。鸡冠米粉，好啦，我先老师已经放弃抵抗了，量太少不好做，记得齁。那没关系，那可能那个金芦笋汁，看说最少印量多少，猪猪再思考一下该怎么办。对，可以做，但确认要最少量吗？好，三哥你那边如果方便帮我问的话，很感谢。我想说，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纳入这次的抽奖，我觉得那个很棒那个金蒙芦笋汁超赞的，机会留给别人就好吗？哇，也谢谢车里姐姐，对大家都好客气哦，有一定的量哦。好，那没关系，对。好，大概是这样子。19帝国再来ます。对，那我就大概预告一下我们的尾牙大概会怎么样的形式，然后大概在什么时候，以及最重要的大概下个礼拜你们就会收到那个邮局通知，你们要领货了，我们的募资商品一定要领起来，还有我们的草空间，我们非常迷幻的香菜拿铁，还有芋香圣代即将在2天后就没有咯，好不好？最后的时间就是17、18，欢迎大家预约起来。听说也可以直接去草空间吃啦，但是怕说如果当下人多的话，你可能就要等一下哇靠，最少要18瓶哦。好，那三哥18瓶，然后数量是18瓶，然后价钱的话，我待会你可以再麻烦你私讯给我一下吗？我稍微思考一下。对，这个价钱如果可以接受的话，我可能再麻烦三哥帮我进行一下这样子。然后变成汪的史莱姆是我水灵宝贝，对，难道水灵要准备好？水灵都要准备中奖，水灵完完全全，大家就是躺着都中奖那种感觉，你知道吗？然后是很好奇奖品也会想抽。我这次的尾牙奖品我尽量去准备，就是比较真的是大家限量的，像之前我们有卖的一些周边，当然我这边还有一些少量存货，对但是我觉得今年的尾牙，我想说我们就稍微以不太一样的那些东西去做一个抽奖，我觉得可能也会比较有趣。对，然后这几天有人问草空间老师谁问你啊？老师，那个 VIP 券的部分，我这边可能好像还有2-3张，你看有没有人想要去品尝的？你可以跟我讲，我快点就把 VIP 券发给老师，然后你可以发给他们这样子，好像还剩最后2张的样子。抽彩彩一日陪同券的什么东西？等一下，重点是你们想要这个东西吗？你们如果真的想，我就纳入这个很莫名其妙的奖项里面，不是没有哦，不是没有，好不好？对，什么？等一下，彩一日陪同券是啥喂？什么1日陪吃高阶回馈料理券？我觉得这个1日陪吃高阶料理券，我觉得这个很不错。对，陪吃高阶料理券，这个可以纳进去。老板老师最近也开始要音乐找空间，他们真的要去，想知道要不要挑战，是不是？不然我这边还有2张那个，我先丢给大宝老师。等一下哦，我想说大家愿意这么相挺，真的是很感谢。而且我还有真的再把1张那个 VIP 券。快点，就是传给我们非常相挺的洛可阿嬷，但是传过去之后，他再也不回我了。我觉得他应该吓死了我觉得这一档真的好有趣哦。老师，我这边还剩下最后2张，然后看老师有没有需要运用的，就拿去用吧。最后的2天的档期，好，大概是这样子。然後彩彩的意見呢？我不知道それがわからなくて、そろそろ歌を歌いますね。歌の時間なんですけれども、一緒に歌いましょう、みんな。
问啊，再给我签一张，没时间。哦，好，如果没有用到也没关系，对，因为这个是草空间的那个店长大人释出的，然后他说大家不要有压力，有用到他再算啊，没用到真的也没关系，吼，真的没有关系的，对，谢谢你们，谢谢。一人赔5千1，猪猪有军又减1，谢谢你们啦，谢谢。我觉得这一档可以配合我们的专辑宣传以及我们的3D showcase， 都刚刚好，都可以放在草空间里面做一个轮播，非常非常的屌丝屌逼，对，真的是很棒很棒的时机。鹏鹏建议，我建议什么鬼？好。不管你们是不是我的友军，你们既然都来到了我的频道了，就暂时当做你们都是我的友军吧，是吧，友军们？等一下，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的 echo。你们可以自己不吃不喝，但是你们一定要带你们的朋友去吃吃喝喝，知道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我目前的声音都还可以吗？我目前的声音基本上应该很像，暂时不需要美男录音师来调音吧。我们大宝老师在线上应该是听的，应该是没问题。好，1.1啦，下好久不见了，新年快乐！我现在是没时间了，那只好外带过去给。老师，你知道老师在泰山非常的跋山涉水，可是我觉得你们可以外带过去给 Double 老师啦，吼，Double 老师那边很像在永和那边比较好找，而且 Double 老师基本上他很像还没试过那个香芋圣代的样子，对，我们可以外带过去给老师，好不好？Double 老师最后2天还不放过我们丢比亚公，就连最后2天也要把我们那个。就是那种联名点心扛起来这样子哦，这个迪卡我不认识，哪有这个迪卡？应该是你们最认识的那个猪迪卡，好，那个臀就 kilo 是不是？好美吗？谢谢谢谢，虽然说不晓得是说哪里美，对，但是我觉得你们都很美，好不好？怎么我觉得声音很蓬啦？东梦君加1，这样我是老师带你去吃上。不是啊，不是，我们来者是客。魏生老师来高雄，当然是我决定要带他吃什么。至于我下次去台北，那我就偷偷的过去，这样子我就无一幸免了，对不对？要1个小时啊！我现在很臭，很臭，他吧，太臭了啊！在林口吗？不是在永和吗？我怎么记得老师是在永和？老师，你到底是在林口还是永和？好，不管，总之大波老师比我还绝对是比朱迪凯还好找，因为我在高雄，然后也绝对是比2000老师，不是2000，对不起，5000老师还好找。对，你们真的如果想要有心，想要外带这些点心过去给大宝老师，其实真的是可以的。对，它真的很好找，而且很好认，超级好认。我最近很好，一样非常的精明干练。我们还完成了我们的首张专辑《屌 V》，还有完成了我们的3D showcase。接下来还有很忙的2026年，希望大家请多指教。凤梨大餐，我可以接受。我可以接受单吃凤梨，但不要在披萨上面，试试。这不可能偷偷上来，这样工作的位置不一样。猪猪来台北来吃狮子林是什么东西？好像很好吃。所以说我记错，我一直以为是在永和，那台北所以在林口，被勾结了，少3去。等一下，你们听我说，一下是2倍，一下是3哥，一下是5000。我们还有没有4字头的？4字头出来，我们还有8月先生这个不弄错才怪。好啦，真没有东啊！马克先生一拿下来，什么没有东西？要赶不上车吗？我就算上次把那个水果放在高铁上，还是找回来了，还是很精明干练找回来了，知道吗？好像是莫名叫3000。你们到底要不要我唱歌啦？每次都不让我唱歌。好，我现在真的喝口水。好，
好，你们老公的老公不要跟彼此心结，这个很重要。嘿，三哥躺着也中枪。对，我们那个没有东西，对，没有东西代表我还没开始唱。对，好啦，我们现在随便选个东西来唱，等我一下。我现在的声音品质应该是没有问题。水果歌会哦，水果歌会好像没有不行诶，可以找看看。なんで泣いてるのなんで泣いてるの時が答えれる涙流じゃ僕らえたな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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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の身一つじゃ足りない叫び要先从哪一首歌开始唱起嘞？所以没问题，只是还没开始唱。好啦，我真的很唱。10000老师，等一下哦。Apple， 哪一天我们5000老师有2倍的5000老师就会变成10000老师了，好不好？对。好冷哦！好了，我唱歌，我看一下我要唱哪一首。今天从日文的开场好了，日文的有什么？好多哦。好，じゃあこれにしよう。これですね。对着再对着，好，这不是日文歌。我要唱这首歌，我记得它有还蛮多伴奏的呢。好，我们用这一版本看看好了。都还没暖嗓，随便啦。人とよ花水木。空を押し上げて手を伸ばす君5月のことどうか来てほしい水際待って来てほしいつぼみを開けよう庭の花見つき薄紅色の可愛い君のね派手な夢がちゃんと終わりますように君と好きな人が100年続きますように夏は暑すぎて僕から気持ちは重すぎて一緒に渡るにはきっと船が沈んじゃうどうぞ行きなさいお先に行きなさい僕の我慢がいつか実を結び派手ない波がちゃんと止まりますように君と好きな人が100年続きますように
我刚没有看聊天室，所以我觉得我很精明干练。又空了什么啦？左蝶々を追いかけて白い帆をあげて母の日になれば水着の葉送ってください。またなくてもいいよ、知らなくてもいいよ、薄紅色の可愛い君のね、派手な夢がちゃんと終わりますように、君の好きな人が100年続きますよ、僕の我慢がいつが実を結び、派手ない波がちゃんと止まりますように、君の好きな人が100年続きますように、君の好きな人が100年続きますように。我还是有认真唱歌的时候啦，我还是有认真唱歌的时候啊。等一下，好，这个最后都有这个。ご清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哦耶！我们继续来唱歌，我们一起咬系列的最喜欢唱他的系列。月の曲，等一下，为什么歌曲？反正他都来了，我看一下。好啦，被强推雪之华，是一定要这么强推。好啦，我们下一首雪之华，既然被强推了，那就只能唱了。中岛美嘉没有赞助播出。被强推耶！好啦，唱啦，今天随性唱哈。伸びた影を歩道に並べ、夕闇の中を君を歩いてる、手をつないでいつまでもずっとそばにいられたら投げちゃうくらい。我每次唱这首歌都想娘娘，不知道为什么。風が冷たくなって冬の匂いがした、そろそろこの街に君と近づける、季節が来る、今年最初の雪の花を二人寄り添って眺めているこの時に、幸せがあふれ出す、甘えとか弱さじゃない、たった君を愛してる心からそう思った。
对，被强推。君がいるとどんなことでも乗り切れるような気持ちになってる。こんな日々がいつまでもきっと続いてくことを祈っているよ。風が窓を揺らした夜は揺り起こしてどんな悲しいことも僕が笑顔へと変えてあげる。舞い落ちてきた雪の花が窓の外ずっと降り止むことを知らずに僕らの街を染める。誰かのために何かをしたいと思えるのが愛ということを知った。もし君を失ったとしたなら僕になって君を照らすだろう。笑顔も涙に濡れてる夜はいつもいつでもそばにいるよ。今年最初の雪の花を二人寄り添って眺めているこの時に幸せがあふれ出す。甘えとか弱さじゃないたった君とずっとこのまま一緒にいたい。素直にそう思える。この街に降り積もってく真っ白な雪の花。二人の胸にそっと思い出を描くよ。これからも君とずっと。谢谢大家，这首是被强推的 Yukino Hana 雪之华哈，要不然我刚刚原本是想继续唱疫情谣的歌，但是又唱了这首歌，又突然觉得会让我又是这个等他跑完。等一下，这个系列等一下都会这样子。刚唱完《雪之华》就觉得莫名其妙，就会想连接到这一首呢。这一首在我们第一届的 V-Stage 演唱会就有拿出来唱唱，这首歌真的很棒。あなたに出会わなければ啊，没有歌词哎。淡点，等一下，怎么是 A 美本尊？等一下，这个误会可大了，我不是要 A 美本尊，我需要卡拉 OK。等一下 ，OK， 啊，有了，好，烂哥来几拜吼。記憶などいらない永遠に眠りたいもうこのまま探
が来なくたっていいや、いつも夢の中ではあなたは笑ってる、どうしてね消えないの。 I give you everything, you give me anything、 きっといつまででも You're anything, still my everything、 愛してるんだよ。真夏に降った雪のような、それは儚い奇跡なんだ。あなたに出会わなければこんなに切なくて胸を締め付けることもなかった。それでもあなたに出会わなければ強さも優しさも知らないまま部屋の隅で泣いていた。何も見えずに季節などいらない、何も触れたくない、もうあの花の名は忘れたっていいや。だけど夢の中ではあなたは笑ってる、どうってねそうなんだ。 I give you everything, you give me anything、 きっといつまででも You're anything, I'm still waiting、 愛しててもいい真冬に咲いた花のような、今は儚い記憶でもあなたに出会わなければこんなに寂しくて涙が止まらない、夜はなかった。それでもあなたに送りたい、ただ愛されていてねと包まれてた、初めて笑えた夜を私のように、もしも願いが一つ叶うのならもう一度触れてほしい。生まれてよかったと感じれたのは先に照らされて、あなたに出会わなければこんなに切なくて胸を締め付けることもなかった。それでもあなたに出会わなければ強さも優しさも知らずにいた。目を閉じればすぐそこにあなたがいる。今でもまた目を閉じればすぐそこに
这个版本的伴奏应该后面应该没有其他那个什么噔噔噔噔噔噔噔，应该是没有了。等一下，不要再自动播放了。我现在真的不晓得怎么把自动播放丢掉，没有办法淡掉，只能手动。谢谢吴昕老师喜欢死，对无名先生这首歌，对刚刚的雪之花非常的经典，对可真好听吗？谢谢您 IS 先生。然后下一首宇多田光也不意外了吗？可以耶，我们今天可以来玩玩。我觉得今天的氛围很适合称为娘娘歌会。对，今天想唱一些娘字辈的娘字辈是什么？就是我们师母娘娘啦，大宝师的超美丽老婆娘娘做的这些曲子，我觉得今天可以对唱一些这类的东西。猪猪唱要唱这类日文太有味道了嘛。我一直觉得日文歌跟台语歌非常非常的合，对，就是鼻腔共鸣很重的那些东西，其实套进日文歌是很合的，对，所以一直以来都很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我们75C 才有办法就是用这些构想把它融入吗？对，所以75C 有武将风格，也有很布袋戏的风格，对，我觉得75C 是一个很完美的融合，对于可能日式的一些等等的乐器嘛，然后再配上吴昕老师写的非常江湖味，然后又有一些中二感布袋戏风格的歌词，然后再加上曲子的融合，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成功的融合啦。对，但是75C 不是抒情曲，对，它是很嗨的一首曲子。就说新的唱腔很厉害吗？真的假的？超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新唱腔我只知道我录专辑的那半年，就是努力去练习我不熟悉的那个所谓气声，这个就是娘娘千叮咛万交代要猪猪去练的东西，用气息去唱歌这些东西。你们有听到一些新的东西，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那些东西，但是今年度是努力的朝这个部分去做一个练习这样子。如果 YT 的话，应该自动播放按钮可以关掉。找不到如果是影片的话，数过去，但有的暂时，好，没有关系，谢谢你们，反正我先手动。75C 很完美的融合，等一下，牛妈哪壶不提哪壶？我知道很多人都说我那个是75G，对，75G，但是我只能说我的75C 童叟无欺，对，有感情也适合唱很多歌嘛。在于我以往的唱腔比较雄壮威武啦，就是一个军歌式的唱法，然后肺活量又太过强大，对，所以有时候在呈现比较柔美的歌就会唱得很雄壮。然后去年半年努力在练习一些气息的声音嘛，流行乐的唱法，对啊，现在听到的东西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但是这是我现在在练习的东西。人家说如果唱出了 A 美的声音是不是？好爽哦，谢谢，这个是最高级夸夸。来，我们今天来把娘娘的歌开出来唱一唱，我来把伴奏找出来，等我一下。下一首我们来唱紫 Murasaki。 好，我们来唱紫色的紫齁。肌肉记忆这个东西，有时候不常常去唱它，很容易忘记，所以我努力的时不时把它开出来唱，希望不要把它忘记。对啊，Murasaki， 等我一下哦。好，我们专辑里面的第9首歌，紫色的紫，台式悲歌。OK， 其实紫这首歌也很像日文曲风，非常的像。我妈妈现在好像在整理碗盘，所以会听到咔啦咔啦的声音，好可爱。有关
是满山的寒梦，山已经看袂着你远去的形影。时间跟你行，留我一个人在这。笑笑的苍穹渐渐红，若亲像过往咱的红唇相探。一小长头鬃轻轻在风中飘散，爱永远做伙，彼当时袂负光相识。对你的感情，要是藏心肝底，莫搁凄迷。花燃起，若像咱的爱情，过往的回忆，地雨水来离开。今摆的我，只是你的过去，就到这为止，咱两人袂搁再相见，相见。浅色的天光渐渐红，若亲像彼时咱两双手相揽，一小长头鬃踮伫旧梦中流芳。对你真歹势，今仔我已经无机会，永摆的感情，要是藏心肝底，莫搁怨嗟。花若离去，亲像咱的感情，过往的回忆，对露水来消失。今摆的我，只是你的过去，就到这为止，咱两人就到这为止。少量爱情，恐惊等后世纪，月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今摆的你，早就已经离开，山不知安怎放弃我长存的心意，心意。亲像咱的爱情，过往的回忆，对雨水来离开。今仔的我，只是你的过去，就到这为止，咱两人袂搁再相见。咱的zan境已经过千万年，日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小个你，早就已经离开，美远的歌声，山路做来山的花影，我的爱情。袂搁散去。哦，之前吴昕老师就是千叮咛万交代的那些那个什么
红字啊，还有那个什么一些什么合口音啊的那些笔记都还在哦，这个很重要，因为半年要熟悉10首歌，然后又是台语的那些肌肉记忆，其实我觉得现在才要再开始慢慢累积。对，所以乌星啊，你如果听到我哪里可能肌肉记忆又忘掉了，你可以随时点我一下，没有关系。对，就是有一些肌肉记忆，就是你听到觉得可能我哪里又忘了，你可以随时跟我讲，再麻烦你了啊。子的部分呢，对，而且子的这首歌词啊，旁边常常会有螃蟹，这个金马不要唱成金马，这个很好笑。金马，我金马都想要吃饭，你这金马不是金马，金马。好来，明天会制裁诺诺吗？刚刚要揍我，他揍我什么？我们家诺诺变坏了。谢谢盛虹，只要是迪卡的歌声都喜欢，谢谢。喜欢我唱日文吗？也谢谢。诺诺臭我说我明天没有办法开台啊，呵，他完蛋了。你现在帮我问他，姐姐等下降落过去，他的待机室算不算？如果算，很有尬词，我就待会降落过去他的待机室。他给我在皮呀哈。好，接下来今天我们唱一些娘娘的歌曲。祝生。好，祝生。今天真的是带来很安详、很宁静的下午唱错没惩罚，一次等一下，没有啊，我应该没唱错吧？什么姐妹都很皮，我超乖的好吗？快点，你帮我跟诺诺确认，姐姐要是降落过去算不算？等一下我就降落过去，这实在是太皮了。好，我们2026年依旧可以把它视为拼那个生育率的那个神曲啊，自己讲。清风下过面，巷仔灯火冷，孤身这多年，才来拄着你，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生路，啥人来听惜？亲像我安尼人讲会当幸福，祈求这个有希望越努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祝生娘娘请你祝福。居然趁我在唱这么庄严的歌的时候臭猪猪，看来我必须要带着我们祝生娘娘的祝福过去给她赐福了。你跟她说我等下降落到她的待机室，给我算下去。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生路，啥人来甲咱听惜？亲像我安尼人讲会当幸福，祈求这个有希望越努守护，
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思护，听头来为着伊，我甘愿下将光辉直到天明。心肝内伊在祈求月亮笑车，亲像我安尼，人共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我拢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甲咱守护，缘分来到你我之间，手相踏，心思乱。有因相相，无因自正，惨一寡囝梦醒强正，总是会有一天，咱会看天开光影影，后红搁兄一领配相换。自细娘娘啊，多谢你的宝贝。谢谢大家，很安详、很庄重的一首歌。所以诺诺怎么回答？会惊吼，诺诺会怕了吼。一生伊拉塞，你们只是喜欢猪猪的歌，还是喜欢猪猪？小陈，记得吃饼干，记得把饼干收起来，好好品尝。你们喜欢我的烹，但是更喜欢我的煎饼干脸，我都知道。还是喜欢什么？对，后面的那个宝贝虾点，我自己也超喜欢，我觉得那是整首歌的精华。对，福利熊，你好好选字可以吗？你那个烹可以改成煎饼干链啊，是不是？几秒钟的事情而已啊，好听吗？谢谢无名，这首歌是我们在去年年底2月24号发行的 DV 专辑里面的第10首歌。祝噻！哎呀，阿雄文老师，谢谢你支持猪猪频道的专案，我们已经出货咯，我们的募资商品已经出货了，记得大概下个礼拜应该就会让你们收到了，记得要收，要不然被退回真的很麻烦的，好不好？自己给我塞伊拉塞，鸡洋洋伊拉塞 ，Hello 大家，今天是很安详曲风的歌会。对，也没想到会开启了这么安详曲风的东西。来，我的专辑，我的歌，基本上我都会努力的一唱再唱。接下来这首对我而言是整张专辑的魔王歌啊！不晓得悟心老师现在在不在？不知道他会不会听到中风？NC 啊 NC， 我跟你讲，这首歌我很担心唱不好，我很担心怎么唱都没有办法达到我想要的那个高度，但是我不能惧怕它，我必须把它吃下来，变成我的肌肉记忆。NC OK， 这首歌算是我们整张专辑里面密密麻麻的红字最多的，因为这首歌本身歌词就很难，它的唱音更难，对，所以歌词上面密密麻麻的很多什么提醒我的台罗，还有合口音，还有鼻音，还有那里不能鼻音，还有这里鼻音就完蛋了，还有有的没的，所以这首歌的笔记非常非常的多，超级密密麻麻。来 NC， 希望这首歌今年可以再把它唱得更好。
对，他们都没有把我当老婆，他们都把我当成兄弟，我是他们的兄弟。我没有自己加词啊，我们的贴图明明有精明干练，你看你现在不是贴出来了吗？狐狸手肯定是按贴图手滑了。对了，不晓得为什么你们明明想按精明干练，都会不小心跑到烹去呢？好，对这首歌，朱迪卡要加油，必须要把它努力的。其实要唱会唱了，只是我不晓得我唱音那些到底有没有对。对，就是我到底唱的对不对，我不知道。对，看着密密麻麻的笔记，我要把它唱对。春草犹钱，冬雪再冷无了时。你的脚步行头前，看袂着我黯淡的表情。黄昏的红光照雨顶，灶骹的花粉烫天顶。有原始的气质，你爱现水脚也把边，切一半我的情意，搁生歌我的痴心，酸甜苦咸杂挂当人生。牵你去定来文花亭，望你真正了解我的心意，我有影甲伊这拢交予你。抽尽时兄火气，空歌滚才这年，心线已经走未去。一顿饭吃完，咱就爱相思。我已经有勇气放你离开，这对冰天换地，不愿再甜。万分稀微是最后的滋味。我的挖低的那个低，好像又不小心加鼻音进去了。挖低，挖低，挖低低，哦，好难哦。这首歌就这样子哦，前面鼻音，后面变鼻音，然后不能鼻音之后又要加鼻音，超难的。哦。温柔的情感照汤边，饭菜的油香拖家市，犹原是人袂记，你对我的海誓山盟。望你会当了解我的心意，我有影甲伊切拢交予你。抽尽时兄火气，坎歌滚才这年，心线已经走未去。一杯酒饮落，咱就来相思。我已经决定袂甲你拖累，这晚平淡天开，过摆藏伫云顶，又可是无明的暗暝。若未来你搁再回头想起，我想要做你换来的缘水，微微仔的香味，将你贴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人袂搁
照顾你家己。后来天较细哩，唔通阁相比。真心祝愿是最后的做记。妈呀，这首歌真的是我这张专辑的大魔王，我到现在还觉得我有些字很像没有念好。真的会唱得战战兢兢的。可是没事没事，我们反正有歌回就多开出来唱唱它，就没事了。好 OK， 这个我们画风突变一下。待会这首歌唱完，猪猪要去摘个花，倒个水。来，接下来我们画风突变一下啊！欢迎来到猪猪的歌回。今天陪伴大家这个悠闲的午后，我们接下来唱这首歌好了。对不起，我想打歌。好，等一下，好，我不想让你们听到。就要更理解凤梨，喜爱凤梨，吃掉凤梨。理解凤梨，成为凤梨，什么东西呀？您歌唱的这么好啊！谢谢您不生气，对，感觉是非常非常有礼貌的一位观众。记得带水杯回来，我等一下会记得啦，真的啦。等一下，我要放歌单，我怎么打到聊天室了？等我一下。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来激情一下。激情是什么的呀？激情啊，还蛮激情的，我觉得啦。傷だらけの世界の頭上に闇が重たくも誰かかって冷めない時の中悲しみはどこまでも追いすがってそれでも空は夜明けを探して取りに行く未来僕らは弱くも儚くもないよ信じて愛して燃え尽きてゆく繰り返し血を流す魂が夢を見るその先に輝いて新しい朝が来る希望がたなびく方へ君を呼んでいる黎明へ有打了这首歌完全不给时间打歌单欸失うことで落ちてゆくかそれとも光を追いかけるか選んできた道にじらした涙も傷も遠くなって息を殺し追憶の影に焼かれそれでも鮮やかに風を切って手に入れる未来情熱がいつだって灯火になるよ天高く登れと罵を開けて風になり花開
魂をかき鳴らす僕らが急ぐ場所へ華やいで華やいで新しい朝が来る光がたなびく声夜のもう一つ向こうまでどうしても届かない手のひらを支えてくれる声がいつの間にこんなに響いてた君の行く場所に光あれと祈ったすべての心のため繰り返し繰り返し血を流す魂が夢を見るその先に輝いて輝いて新しい朝が来るもうすぐ始まる歌君を呼んでいるベイベイ傷だらけの世界の頭上に为什么会变成柱呢？なぜかしら？一定是因为……等一下，等一下，我还没讲完，为什么他又给我自动播放？对，一定是因为当年大哥没有输啊！我好久没有唱这首歌嘞，大哥没有输，我们来唱看看。怎么唱啊？好久没唱了。一点是因为但大哥没有输哦。他怎么跑掉了吗？啊，没有。さよならありがとう声の限り悲しみよりもっと大事なこと去りゆく背中に伝えたくてぬぐもりと痛みに間に合うようにこのまま続くと思っていた僕らの明日を描いていた呼び合っていた光がまた胸の奥に熱いのに僕たちは燃え盛る旅の途中で出会い手を取りそして話した未来のために夢が一つ叶うたび僕は君を待ってる強くなりたいと願い泣いた決意お花向けに懐かしい掉拍残酷な世界に泣き叫んで大人になる音増えてゆくもう何一つだって失いたくない悲しみに飲まれ落ちてしまえば
痛みを感じなくなるけれど君の言葉君の願い僕は守り抜くと誓ったんだ崩れ落ちてゆく一つだけのかけがえのない世界手を伸ばし抱き留めた激しい光の束輝いて消えてった未来のために隠された幸せと約束を超えてゆく振り返らずに進むから前だけ向いて叫ぶから心に炎を灯して遠い未来まで我们欢迎最帅的欧巴露布，露布他们都欺负我啊！我们欢迎爸爸节快乐的露布。等一下下一首怎么是？等一下晚餐更等一下，我们先来欢迎一下露布不好吗？我真的被这个自动播放弄到，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关掉它。好了，等一下来晚餐歌一下啊！伊拉下来爬下去的露布家，谢谢你过来，我们最帅的欧巴。超级帅的努布，新年快乐！今年也请多指教。然后好可爱吗？我早知道不要开聊天室，什么听到正常的砰啦，什么气氛？我真的是很努力的把这首大哥不能输，大哥没有输的那个心情，想要哀伤的传递给你们，但刚刚不知道为什么被盗账号。大哥不会输给砰，真的是坏东西！怎么砰进歌词里了？大哥没有知名概念，他肌肉成绩说过是吗？哦，太丽丽有带入感情，不简单。等一下，怡婷，你说的是刚刚那个砰掉的部分吗？还是其他？我有熟悉的啊，好害羞啊！新年快乐，谢谢都不讲，我们最帅的欧巴。永远在猪猪心目中就是最帅的那位欧巴露布，对，我们今年也要一起加油，对，一起迎向我们的目标，好不好？对，我们的露布超级帅气，大哥没有输，大哥感觉被唱死，可以不要这样吗？大哥没有疯，是我们阿吹，我们最帅的爸来了，哎，真的，我有时候那个私讯露布，哎，露布怎样怎样，我都直接说最帅的爸这样子，最帅的爸，我跟你说怎样怎样这样子，对，真的是超级帅气的存在。祝福大家，不管是面线还是冰碰碰，今年都可以致命干练，谢谢。好啦，我真的很想去摘花，我那个晚餐歌唱完，我真的要去摘一下，我真的要去摘，我再不摘我就是猪。好了，我们来月さの晩餐歌歌いたいと思いますね。晩餐歌，等一下晚餐歌一下，我们来晚餐歌一下。大哥追死，我没有要谋杀他，这是另一部电影。大哥没有说头发大姐，对大哥对，感觉那个头发需要梳理一下。感谢植物子36个月住在家园，有声音啦，对他们还听到我啊叫，那这样好像只能下午歌。好也是啦，但是唱一唱吼，我们大概
如果5点结束的话，差不多也要吃晚餐了吼。我们先唱起来放。好，这首歌很快哦，这首歌就是对，很快，就这样，完全没有休息时间。晚餐歌先唱起来放哈。哦哦哦，君を流すからだから一緒には入れないな。君を流すから早く忘れてほしいんだ。人間だからね、たまには違うものも食べたいね。君を流すから、そう君を流すから。でも味気ないなんだよね。会いたくないなんだよね。君が会いたくなんだよね。なんでかってだね。大体曖昧なんだよね。愛の存在証明なんで君が教えてくれないか。何十回の夜を少したで得られるような愛してるを並べてみて。何十回の夜を少したで得られるような。好久没唱忘记了，求带。不行不行，我们第二次不可以碰掉，太久没唱了。歌来自拜。君を流すからきっと一生は無理だよね。君を流すから胸もとても痛くなんだ。人間だからね、たまには分かり合いもなって。君を流すからまた君を流すから。でも口しかないなんだよね。変わりたくないなんだよね。君が会いたくないだよね。なんでかってだね。大体曖昧だったよね。愛の存在証明なんで君がそこにいるのにね。何百回の夜を少したで得られるような愛してるを並べてみて。何百回の夜を少したで得られるような最高のフルコースをちょうだい。話さないでそばにいてくれたのは結局君一人だったよね。涙のスパイスは君の胸に残ってしまうだろうけど。何千回の夜を少したで得られるような愛してるを並べるから。何千回の夜を少したで得られるような最高のフルコースを。何万回の夜を少したで忘れるような愛してるを並べるから。何万回の夜を少したで忘れるような最高のフルコースをちょうだい。な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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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ふなななななななふ。好，我先切掉。你的多花30块，晚餐打翻，就前面30块打翻了，都变成在地美食。我跟你讲，我们爱台湾就是要品尝在地美食，知道吗？那个呢没有投钱就开始了，那个要投20块，知道没有？要投20块，知道没有？好啦，我快点去摘花一下，等一下还要继续唱，不准走，不准走掉，等一下会检查哦。不准走掉，一个都不准走。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让你听到咱头口上速拍的大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春风，多精神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是在我顶人心。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我的嘟嘟嘟嘟嘟。
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有没有偷走掉？偷走掉打屁屁感谢博文的15块赞助，感谢我欧雷先生的33块的赞助。我去装水，我等一下就会回来了。猪脚囤足机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我那情感无双，期待我谢谢你们的彩绘聊天室，我最喜欢看到大家彩绘聊天室了。谢谢你们。我的奶酪一个都不准走，走的全部都是手。好了，我回来了，谢谢你们博伟先生的15块赞助，以及我们 Olay 先生的33块，以及我们5000老师对即将被收到技能歌的这个5000老师的150块，感谢你们彩绘聊天室，感谢你们用健康的金流支撑我们的本土文化以及我们的频道哦。这一下不准走。他哇，谢谢你们！中华豆花还在15块吗？哎，这个我不知道，我很久没吃了，但是不得不说，小时候有一阵子很爱吃，真的哦。有些地方还有的那种什么都不加的哦。佐夫先生被炸出来了，我的豆花30块。等一下，吴昕老师，你不要背这些。好，我了解。要是我也会被这个关键字炸出来，好不好？我回来了，好听一直听。什么是瘦吗？瘦是一种猪肉身上的后腿肉，就是属于比较瘦的部分哦。那个部分基本上有喜欢吃的跟不太喜欢吃的，那看说你喜欢吃的是瘦肉还是肥肉哈。谢谢大家。我实在是不想污染这感觉纯洁的观众，走了排队打一个，一个都不准走，一个都不准走。哎，我们继续。等一下，我来唱，随便挑，我来唱这个好了，好一阵子没唱了。我真的回想，我真的2025年对，真的是超级的忙碌诶，好像这一首歌我是不是过了1年了？我到底有没有唱这首歌给你们听啊？在去年 ，Kilo， 等一下
等我一下哈，我看一下有没有歌词。等一下，我用另外一个版本的好了，这个吗？好，用这个版本的好了。啊，谢谢你们的降落啊，七嘎加，谢谢你的降落，刚问刚下，欢迎来到着迪卡频道，我是你的上台的台湾 VTuber 迪卡屯足基咯，欢迎来到着迪卡频道，我今摆咧唱歌咯，哎哟，咱的即卡主播。真正世界大志的即卡奖主播，来自于我们冲绳的美丽人鱼，谢谢你的加入，即卡奖，いらっしゃい！哇，马克先生，你要不要这么神准？谢谢你，谢谢你的加入，即卡奖，你假爸喂哦，五花跟什么腿裤那边都可以。一次吃到肥跟瘦哦，太专业了，谢谢他吧。这是之前我做那个猪脚回馈的时候，你们有研究过是吗？谢谢景辉的降落，谢谢这位是三点水的令吗？好，三点水令星降落，阿义师，你是开启了分页合并之术吗？谢谢降落，然后我看一下，还有这位是好。等下 HOSAN， 谢谢神准没有错。Kyo 在去年还唱过3次吗？谢谢我们 Tawa 在表单上面帮我找出了我记录，还有唱过3次是吗？谢谢大家，欢迎来看猪五花，没有错。我今天是你们的猪五花，不是？为什么不能是松板猪？一定要是猪五花吗？可恶，好想吃。谢谢你们的降落，今天猪猪算是渐渐会回归我们比较。下午的配信时段啦，对，因为去年我们忙好多事情，有没有？忙专辑，忙3D showcase，好多事情，总算在我们去年底、今年初全部都完成啦。但是2026年依旧是忙碌哦，快点来开歌回，陪大家。最近常看到广印吗？阿印师吗？对，我们最硬的阿印师，好不好？然后衣衫褴褛拉塞，来我们。献给各位好久没唱的记录，不知道我还记不记得？今天会不会就一直唱那些很久没唱的歌，然后一直翻车啊？谢谢你们。灰色曇り空溶けない白さは愛した2月の色重ねる時間は溶けない魔法でなくした季節をしたため息も白く染めて木陰の歌なくしたままでくれる空を君は見たか時計の針が心を打つ過ぎゆく時がたどる道も何度も同じ景色を携え淡い夢を見よう優しい言葉さえ知らないいてつく夜のかけらたちよ涙に濡れたつぼみを抱きしめその春を待っていたあの時間の愛や
閉ざした世界に落とした紅色が導く季節の軌道、ささやきを青く染めて黄金の空夢見たままでぬくもりまで遠く見えた。時計の針は戸惑いなく過ぎゆく春のかけらたちをかすかに香る真夏の気配にふわり揺れながら優しい秋は前触れなく凍てつくような冬のかけまとい涙に濡れたつぼみを抱きしめただ春を待っていた。今らせの中季節はめくるたどって迷って何度もつまずいては同じ花と手をけるために時計の針が心を打つ過ぎゆく春のかけらたちをかすかに香る真夏の気配にふわり揺れながら優しい秋は前触れなく凍てつくような冬のかけまとい涙に濡れたつぼみを抱きしめまだ春を待っていた。あの螺旋の中好，来自爱美的 Kilo， 麝香猪可以吗？比较可爱，可以啊，麝香猪超级可爱。最近常看到广印，恰恰好扯哦。然后在哪都能撞见广印，代表是太低了，还是我们的品味一致呢？我觉得应该是后者，品味一致。为什么不能全都是呢？没错。哦，这位是瑞和，谢谢今天也过来听猪猪唱歌。来，我们快点把握时间。我今天也要唱好多首歌给你们听。哦耶！我们来唱这首，很多英文，好可怕，可是又很好听。耶！很像那个时候不晓得怎么念它，叫叫做你呢？你呢点算了，我还是不要讲好了，唱歌就好了。这首歌超好听哦。来，这首歌没记错的话，也是哲野大师的作品哦，超好听，也超难唱。不过这一版的伴奏蛮多杂音的，欢迎大家来陪猪猪唱歌哦。君を
切なく空の星が一つ音を立ててもどれも同じ雨に濡れた夢ばかり乾くだけの声相手をなぞる答えに疲れた繰り返してないわけに崩れたさ捕まえたデイジー手をくれたストーリーのエコがどこへ叫び止めても荒れたトンネル声もくくれないだからサイレンス灯すためだ哦，这首歌真的好好听哦！假铁蛇的片尾曲。そっととパズルのようにはまるピースが必要としてももない偽りと同じ出す手皿ね並ぶだけの箱の中に揃えた苛立ち順番待ちさらしごまかしごDon't be for your daydream カトが取れたビジョン君の夢が横で外れても僕たい橋を架けようだからサイレンス鳴らすためとどこまでも片側に沿ったリズム好きだなじらみは終わりの愛と遠くへ伝えれない包みかけのイメージに目が覚めた抵抗ただ王子の衝動を砕けた怪人旅立ったけの理想街が雑音に溺れはしゃいでも僕たい橋を捨てようだからサイレンス響くためだDon't be afraid, daybreak has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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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要喝水水。等一下，它自动播放了，完蛋了！等一下啊！鉄の玉が正義の証明貫けば英雄に近づいたその目を閉じて触れてみれば同じ形同じ体温の悪魔僕はためてあいつはいいのそこに壁があっただけなのに生まれてしまった定めなけくな僕らはみんな自由だったから鳥のように羽が行けるけど帰る場所がなければきっとどこへも行けないただただ生きるのは嫌だ世界は残酷だそれでも
君は愛すよ何を犠牲にしてもそれでも君は守るよ間違いだとしても疑ったりしない正しさとは自分のことを強く信じることで杀得我措手不及耶巨人鉄の雨が降り散る情景テレビの中映画に見えたんだ戦争なんて愚かな凶暴関係ない知らない国の話それらなんてあいつに組んで黒い気持ち隠しきれないわけ説明だってできやしないだ僕らはなんで夢中バカなんだこの言葉も訳されれば本当の意味は伝わらない信じるのはその目を開いて触れた世界だけただただ生きるのは嫌だ世界は残酷だそれでも君は愛すよ何を犠牲にしてもそれでも君は守るよ選んだ人の影捨てたものの仕方で気づいたんだ自分の中育つのは悪魔の子石の裏犠牲の中心には悪魔の子我先关掉，我先关掉自动播放，我担心我又措手不及，直接接恶魔之子。虽然说我也很喜欢这首歌啦，对，欢大姐啊，欢大姐啊，欢大姐桑啊，应该是欢大姐桑。好，谢谢你加入15个月的猪仔专员，我把你当兄弟，以前看影片一直跟猪猪唱歌。好兄弟，谢谢兄弟。然后匆匆已拿下，匆匆蜂糖，我精明干练。然后我喝口水，我先喝口水。每次都给我自动播放这么激烈的歌。妹夫桑已拿下，妹夫桑。妹夫桑已经去品尝我们的这个草空间档期，已经是第2刷了，是不是？真的是太棒了，跟5000老师一样，精明干练的棒。我谢谢你。明天我会用香菜来迎接你的，好，请拭目以待。接下来不休息，您接着唱可真猛啊！是，也是我喜欢的歌声，对，是我喜欢的歌，这歌接的超顺。然后 Andy 先生，谢谢加入5个月住在专员。虽然常常碰弹珠唱歌好听，常推的恶魔之子信手拈来，谢谢，多亏了就是在 V Stage 演唱会有开出这首歌的歌单，所以基本上。已经还算蛮熟悉的了，对。现在是马拉松歌会不停下来的那种是吗？没有啦，只是自动播放，我不知道怎么关掉它，关不掉呢，关不掉的自动播放歌回。但是今天基本上不是关不掉的自动播放歌回，只是它很像是关不掉的自动播放歌回，就是这样子。好的，接下来。我们今天唱了好多首 Amy 的歌哦，这实在是太爽快了。巴拉巴巴巴，接下来我们来唱，我们来尘归尘，土归土一下吧。很像
艾米的歌没有这一首，怪怪的。尘归尘，土归土一下来吧，我来找街道なし街道さんいらないからこれにしよう。下次变成自动播放歌会，好像不是不行哎。如果不会唱的话就呢呢呐呐过去也挺好笑的。对啊，今天是歌回自走炮，真的。尘归尘，土归土，来吧。降りしきる強い雨描いた夢の果て震える肩のなし軽き続けた擦り切れた小さな手隙間を埋めるまで色の消えた記憶拾い集めた愛しさ優しさすべて投げ出してもいいなくしたもの見つけたなら傷つくのが定めだとしても心はまだ色を放つ最後のスタート舞い上がれ Dance to dance 足と足彼方へ願いの破片よ届け届け遠ざかる通り雨消えてく夜の風孤独だけがそばに佇んでいた選んだ正しさすべて間違いでもいい信じたもの守れたなら傷だらけのガラスの心が忘れかけた熱を灯す最後のスタート舞い上がれ Dance to dance Us to us 彼方へ願いの破片よとは道路给头有给素不拉给在前面的可是地狱啊没错打到好痛我打到麦克风麦克风打我麦克风怎么可以打我他怎么可以欺负我他现在间奏的时候欺负我这个麦克风这样子可以吗他这样子厚道吗等一下我的歌单为什么没有改我的头油给没有改啊我的头油给一直没有改尘归尘土归土猪猪唱歌又掉我打到麦克风麦克风很过分耶蛋对了我们趁着间奏宣传一下我们的募资商品出货了你们下礼拜一应该就会收到了要收哦不要被退回了得下够一傷つくのが定めたとしても心はまだ色を放つさよならジュダス灰になれ Dust to dust いつかの弱さへ傷だらけのガラスの心が忘れかけた熱を飛ばす最後のスタート舞い上がれ Dust to dust 足と足彼方へ願いの破片よとは
经不了，我很震惊，我明明很震惊的在唱《头油给》给你们听。六一拉塞被麦克风制裁了，麦克风你礼貌吗？我很有礼貌，我超礼貌的，礼貌到被你打，我就是太礼貌了才被麦克风制裁。哦，我们又回到了易清瑶的怀抱。等一下，好，这可以，可以。我们姚姐的，可以。いきましょう。映画君からもない泣き、踊り踊り二人ぼっち。映画僕にももない泣き、優しいのは誰です？麦克风，不要以为我好欺负，小心我打你哟！哼！朝から字幕だらけのテレビにかじりつくやこむ中、自分の場所を探すひどいリビングでふと君がよぎる。おい愛をよく知る親友とかには話せないし夢見がち。段ボールの中引きこもりきり。でもねただ聞いて映画君からもない泣き、踊り踊り二人ぼっち。映画僕にももない泣き、優しいのは誰です？乙女座言葉にすればするほど意味がない書庫中、開けようと決めた絵本だって通り流行り廃れちゃった。おい12時過ぎで7つメロディー、迎えが来ないシンデレラ。明日笑える初めの一歩、体で教えてほしい。映画君からもない泣き、踊り踊り二人ぼっち。映画僕にももない泣き、優しいのは誰です？我是歌是 VTuber 屯主机，可是我这边是哥哥的歌，他们都是我的骄傲。要是你母胎单身，欢迎来这边找歌，谢谢。映画ボロボロもない泣き、一人一人二人ぼっち。映画僕にももない泣き、優しいのはそう君です。君からもない泣き、踊り踊り二人ぼっち。映画僕にももない泣き、優しいのは誰です？君からもない泣き、踊り踊り二人ぼっち。映画僕にももない泣き、優しいのはそう君です。
喝口水。好，我先把自动播放关掉。什么习惯病？我是都不习惯。Andy 先生，你不要听他们，他们不是我的友军，他们都欺负我。我个人是比较习惯精明干练的经营手法了。对，你们要是喜欢精明干练的主播，等一下，我为什么啊？我为什么？等一下，我聊天室为什么又不能动了？等一下，我还没介绍完。你们要是喜欢精明干练的主播，一定要看我的台。可是为什么我的聊天室为什么又不会动了啦？等一下啦，我又没有按住 Ctrl。我跟你讲哦，我已经会知道说那个 Ctrl 按着，然后聊天室会被吸住，我知道哦，我都知道了哦。我等一下聊天室为什么又不理我了？等一下呢，你们为什么要控制聊天室？聊天室为什么怪怪的？等一下，我难道就没有精明干练的资格吗？等一下，为什么聊天室怪怪的？聊天室怎么了？聊天室怎么精明不了一点？等一下，可是我的卷轴它不理我啊！我又按到什么了？我这次没有按住 Ctrl 啊！确定了，这是麦克风。看聊天室我听不下，为什么聊天室没有办法给我卷动？还是要记忆体什么又不足了什么的吗？对啊，聊天室他现在不听话。算了，我继续唱歌。你看，又记忆体不足了，我就知道到底在记忆体不足什么。对不起，我再一次，我们再把它抓回来。我想说，跨界的康脏应该个是记忆体不足了。果不其然，真正个是记忆体一个不足了。好了，回来了。さっきの曲は人とよのようちゃんのもらい泣きでした。いいかな？ご清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我真是自在说谎了。等一下，他娃你放掉可以吗？他娃，他娃你先把聊天室放掉。打我的人是你，怪我的也是你，告状的还是你。为我花生，好亚晨你乖乖送货。那我就是记忆体又不足了。好。对不起，我就容易记忆体不足，这叫漫画控。我们的那个土味情话大赛今年度的还没开启啦，要是要开启以前，我会通知你们啦吼。我们土味情话大赛冠军他哇呢，对不对？猪猪我不听话，马克先生，你一副看起来就很听话的样子，因为你是唯一一个没有闪避、乖乖让我打的那位马克先生，你真的没有闪欸。不要，我知道聊天室的聪聪。好，谢谢大家。我们接下来呢，今天很感谢大家的降落，然后也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听猪猪专辑里面的歌曲了。咱的丢 B 专辑已经在12月24号在各大串流平台都可以看到了。那我们的实体专辑基本上会在4、5月的时候让大家可以预购，然后可以入手，好不好？真的很期待这张专辑可以上市，然后给大家一个惊喜。对，然后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我们金币奖首发的75C 这首歌，超级帅又超级难唱。我们要不要现场唱看看？我记得上次的伴奏很像是旧的伴奏，但现在这个伴奏不知道更新了没有。我们现场来唱，但是我可能会唱得上气不接下气，超级爽歌。我看一下哦。然后不生气的话，我们的专辑的歌曲，欢迎大家无限增生，不是，欢迎大家无限播放，欢迎大家无限循环，然后帮我们多多分享出去，帮我们多多分享出去，以及我们这一次募资专案的所有募资品已经完成存货了，发起！谢谢你们支持本频道募资专案的大家。去年
5月28号晚上8点开启的募资，一转眼哒哒到了2026年的1月，我们真的完成所有的出货了，谢谢你们！除了贵商商业神官帽，还有那个 CD player 目前监修中之外，基本上所有的商品都会让大家收到了，好不好？记得这个东西一定要好好的领取回家，不然要是一旦被退货了，真的就麻烦呢，知不？大家要注意哦。去年有很多情话大王，没错，土味情话大王，一言不合就放大招，他哇没有错，那个对他而言不过就是信手拈来，知道吗？信手拈来的他哇，还记得募资超级压线？对啊，真的是心情三温暖。超级三温暖你们知道吗？你们给了我们一场非常心情三温暖的募资，真的超级刺激但是说到底，回过头来，你问我还会不会再去做？我觉得我还是会去做，因为你很多事情不是不知道，你不是也不晓得政府大大愿不愿意赞助我们这些补助金额，你不是也不知道你各位这群大大愿不愿意帮我们募资冲破100万，但是结果是我们做到了，好吗？然后那个财字辈的那个谁，快点把它被 ban 掉，那个财字辈今天欠 ban， 你给我好好把我们的老干妈蛋糕好好的收好，知道吗？让他回家。来，我们金米奖首发的这首歌，好紧张哦！大家想听听看现场砰砰版的吗？我尽量把它唱得帅一点啦。这首歌好难哦。来啦，我们来踹看我们的切休息啦！我先把这个歌单先放好，因为待会可能会来不及整理歌单。港股世态，伊声轻巧看台，大讲剑来无啥通甲我阻碍，红顶红颜千军万马，虽然怎样总来牵挂袂停一句secret 啦，咦哟！自梦甲路港到不声，这趟四海天下我来踏，年轻百变要记一面，英雄将来不分出身，歪嘴过真好味，你倒位来的故事要甲我比，求天下你一阵马祖拢甲我写停写一篇切休息。讲古世态，伊写紧俏看台，大讲剑来无啥通甲我阻碍，红顶红颜千军万马，虽然怎样总来战我袂停。secret 啦，来，恁拢来自台北、高雄到玉山，这片海看地盘换来吃，人情千面观音，一年女性将来不分出身，乌心肝搁加好意，你倒位来的故事要甲我编，古细爷来四世天地会甲我做定写一篇切休息。讲古世态，伊写紧俏看台，大讲剑来无啥通甲我阻碍，红顶红颜千军万马，虽然怎样总来战我袂停，世间你乱讲伊毋捌等待，往后就想无人来令我成败，独一无二我就是你爱的阿布罗代蒂。妈呀，超喘的，我总到换气点哦，救命哦！Come on， 风山气势海为家，脚踏昆仑爽景救众生，救众生。讲古世态，伊写轻巧看台，大讲剑来无啥通甲我阻碍，红顶红颜千军万马，虽然怎样总来战我袂停。讲古世态，伊写轻巧看台，大讲剑来无啥通甲我阻碍，千百年讲我就是独一无二，我就是你爱的阿布罗代蒂，我就是你爱的 Come on 阿布罗代蒂。
下多啦，75C， 真正就水开诶，真正童叟无欺，我真正75C， 真的童叟无欺啦，我那个压过了，我们压下去过了，我们努力过了，他真的是75C， 相信我好不好？谢谢大家。短剧先生伊拉塞是真人唱播吗？真的，我现在唱满身大汗，真的，对，没有上气不接下气，知道吗？跟原唱一模一样，这不是头发太太。好，是恰恰，敬爱的恰恰，我又偷放原声带了，可以吗？我偷放那个卡加的主唱的那个版本，很难超越的，好不好？嘿，那卡加的那个主唱好难超越哦，好讨厌，好不好？谢谢我们各位战声大佬，你们刚刚听到那个嘿 secret 啦，有我们家面线的声音哦，还有就是我们家的妹妹，还有 B 鹏鹏的声音，谢谢你们。然后这位是海尔涅特，谢谢你过来听猪猪唱歌啊，这个学姐晒死了，是不是？谢谢哇，学姐可以让你听到现场版，我好开心。泰日伊拉塞，光让你出来吗？阿印斯怎么了？阿印斯现在是我的友军，阿印斯他刚刚已经确定是我的友军了。对，阿医师，谢谢你，你好棒哦，阿医师，你果然是我的友军。好，阿医师你最棒了。好，我们跟朱蒂卡同盟军靠拢，果然哈，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啦，多多加入朱蒂卡同盟军哈，谢谢。有点好笑，我吉米干练，Kevin 思思伊拉塞，爽哥，爽哥，爽哥，Secret 来。接下来我们来唱我们的3D Showcase 一开始马上翻车的那一首歌。我问你们哦，我那首歌一开始要唱精明感联的时候啊，你们有预料到说我会翻车吗？就是有预料到我们故意就是安排有翻车的那一趴吗？有吗？还是你们觉得说可能就直接先进入就是很正式的精明干练了，不会翻车之类的？3七21伊拉塞，我确定浪薄荷，他绝对现在暂时应该是我的友军，应该，我觉得混沌中立吗？我觉得水灵宝贝一直都是我的友军，一直都是。你说是吗，水灵宝贝？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是我的友军。你是猪猪姐姐的友军对吧？水灵宝贝，你是好孩子对吧？你不会说谎的对吧？你不曾骗过我对吧？水灵宝贝，看着我，水灵宝贝。我翻车很合理，伤已拉下来。水灵宝贝，你为什么不回答我了？你去哪了？你现在压力山大，也太迟了。疯狂施加压力。好啦，水灵宝贝瑟瑟发抖。水灵，你吃什么瓜？你给我吃什么瓜？你就给我好好的吃瓜。你小心尾牙，你小心尾牙，尾牙都是你的同盟军。可是我觉得同盟军应该也会制裁水灵宝贝啦，我在想。友军。是台手主播人为什么要趁交机主唱的热度，他这么会唱歌？我跟你讲，他是我2026年想要超越的一个目标，好不好？是不是？这个超越过去，我就有流量了，是不是？我就蹭，我待会还要挑战卡甲，对，你们就看看我是不是有机会超越这个卡甲的主唱，我就蹭，怎样？我现在还要蹭他的精明感联，我就蹭。好啦。到底在讲什么？好啦，快点，我们的精明感联吹落去。我的歌单换了吗？换了。哦，马祖啊，第二个，请您保庇我，海星送你流量高声，他们お願いします。窗我提供加持我的灵魂。前路是梦想，我袂搁再失分。全甲世界等我现身。会いたいな心中にちぐらい
你。精明的开台大信往线顶讲价，你若在这过来大家熬沙，讲讲你话，就是命中注定。人生牵手，就算伫天边海角，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伊耳戆人。OK， 最魔性的吉他 solo， 这吉他真的超帅的。真的好好用。OK， 精明的开台大信往线顶讲价咯，明仔在这过来大家，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讲讲你话，就是命中注定。人生牵手，就算伫天边海角。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伊耳戆人。人生的路起起行行，不过也是有你甲我相伴，做伴。就是命中注定，人生牵手，就算伫天边海角，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伊耳戆人。来，真的在感動啊！シートベルトを締めてください。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ね。拜拜。真的吗？中间那段让你觉得很像那个萨瓦达拉戴赫？哦，我知道了，因为它中间也是有一些口白。然后蹦蹦炸弹，谢谢你们来听猪猪的歌会。现在时间来到4点53分，今天预计唱到我们的5点呢，没有错。哦耶！我觉得自己专辑的歌真的会越唱越熟悉耶。各位亲爱的观众们、免生们，或者是出见的朋友们，没有错。我2026年的心愿就是希望可以有机会这个超越一下我们卡夹的主唱。这个卡夹真的是非常的难唱。这个生而为天蓬果的这个主题卡，想要来挑战一下天蓬果到底是什么东西。身为天蓬果的主题卡，今天想要斗胆来挑战一下这个卡夹。那主播突然跟人讲卡夹主播的小秘密的，我不相信卡夹的主播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一定是你们眼睛业障太重了，绝对不可能，绝对是没可能的代志。我现在这首歌要致敬我们的卡夹主播，然后也要向各位证明，这么善良的他不可能吃兔兔。3七20，你在哭什么啦？千年的孤寂，煞来互梦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甲我来提醒。为了一个机密，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
我是假路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单定来底，面线放开，残留烟水，吸引着我的心，紧注意，行啊来这，只有一片土地芳味，真甘肃，敢有需要搁提起？夜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搁真心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只在迷茫时。不管未来过会改变什么，只要反正我会去你关在，这就是我所期待的梦想。千年的古迹，山来雨梦拍醒。艺术的香味，不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机会，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是假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单定来底，面线放开，残留烟水。吸引着我的心，赶紧注意，行啊来这，只有一片土地芳味，真甘肃，敢有需要搁再提起？原来情感无常，只在我迷茫时。不管未来过会改变什么，只要反正我会去你关在，这就是我所期待的梦想。啦啦啦啦，还掉拍耶！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啊！啦啦啊啦啦，呜啦，呀！呜呜呜呜呜啦啦呜啦，哈！等一下，怎么又重复了？重复。好，谢谢。这是乌萨奇版的卡甲，哈，乌萨奇版的卡甲，乌拉，好可爱哦！我最近好喜欢看乌萨奇哦，抽，主播感觉有一个交际主唱竞争年度最佳女 P 跟年度，等一下。好，谢谢，我就最喜欢大家集体过来群聚讲干话，谢谢聪聪，很长穷，谢谢，我在乌啦啦乌啦，呀，好可爱，他真的好可爱。然后国整台有版吗？乌啦乌啦呀哈！等一下，为什么他娃知道我在讲什么？那一段超可爱的，乌啦啦乌啦。乌啦啦呀哈，乌啦啦乌啦呀哈，那好可爱，好喜欢那一段。然后唱，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很喜欢那个吉考啊，然后最近他跟我出去某一次让我们去吃饭还干嘛，然后他就一直看着我，我说你干嘛？我说我今天很美吗？我就说我今天太美了吗？这样子我都故意这样问他，然后他说真的好像哦，我说像谁，就是对你讲给我听像谁。然后他说乌萨奇，我就哈乌萨奇啊哈，他说你看超像的吧，
我就哈乌拉，从今以后我在他眼里就变成一只乌萨奇。然后因为乌萨奇是大伊人，他说我就是反正就从头到尾就是超像乌萨奇，对，就是一个很吵的存在这样子。然后反正一出现就是一个大伊人这样子。我没有吃豆豆，我要吃。这批很纯，萨库拉，不要，我没有吃乌萨奇，我没有吃，很可爱。好，谢谢大家。5点了，最后跟大家分享，我在很喜欢这个吉吉卡哇的朋友眼中，我就是一只活生生的乌萨奇。哈，现在想一想，好像真的蛮像的，就很吵。对，然后永远就是那么吵，而且你们知道吗？好，我先把麦克风拿掉，我们先来 BGM 一下。呜呜啦啦呜啦呜啦啦啦呜啦呀哈，好可爱。然后呜啦啦呜啦，好，我们卡甲钢琴版出现，好，我们卡甲钢琴版，我们即将要在这个卡甲钢琴版这个柔美的旋律的这个当中结束这一回合，很吵也很对啦，我很吵，怎样？而且之前常跟观众聊说，哎呦，这个 iPhone 面谱怎么又抓不到我啦？哎呀，他怎么样都抓不到我啊？怎么样又抓不到我？对 ，iPhone 面谱常常抓不到我，对，因为是一只太过好动的猪，对。然后我觉得好，我3D Showcase 解放之后，应该就自由了吧？我应该到处跑，到处翻，到处打滚，应该没有限制了吧？谁知道这次3D 秀之后，我们可爱的小莫娜破了一个吻，然后总之他那个吻的重点就是他当初在3D Showcase 当下一直在空档时间反复帮我确认我的那个贴点到底有没有掉，或者是贴点到底哪里有问题，为什么有一些东西就是感觉抓不太到，或者是抓得不够准确，然后他反复确认了4-5次，然后他在推特上面说结论就是迪卡本卡抓不住，连3D 面谱也抓不住他迪卡本卡就连3D 面谱也抓不住他，我的天哪，我靠，所以3D 面谱可能也抓不太到我的这个状况下，只剩下4D 了是吧？哇，感谢这位あれは18歳ではないよ、あれは18歳ではないよさん、あれは18歳ではないよさん、これがスーパーチャットありがとう、33元のスーパーチャットもらいました。そして70元スーパーチャットもらいました。そして170元スーパーチャットもらいました。さらに330元スーパーチャットもらいました。これがもしかしたらあれか、もしかしたらあれだよね。あれは18歳ではないさん、あれかな、あれだよね、あれやっぱりだんだんなりますよ。頑張れ、もうすぐなりますよ。頑張れ670元ありがとう。頑張れ、もうすぐだよ，もうすぐ頑張れ。我欢迎你能反雷达乘车，我也这么觉得。我真的太过好动了吗？骨胶原能吸收电波，是，应该是 iOS 会这么觉得。あれは18歳ではないさん。もしかしたら携帯電話は iOS なんだよね。これもしかしたら頑張れ、もうすぐだよ。頑張れ。我们很像还差最后2个颜色是吗？你各位大佬们。那个蓝色应该是 iOS 吗？好，这个应该是苹果的起手式。谢谢。あれは18歳ではないさん。好，あれが18歳ではないよさん。これがもしかしたらあれかな。でも今まだだよね。まだなんですけれども、
まあとりあえずスーパーチャットありがとうね。还是说你是想给大佬们接力的意思吗？あれは18歳ではないよさん。頑張れ、もうすぐだよ、頑張れ。頑張って、頑張って、頑張れ。日かしら。日スパかしら。日かしら。行くよ、日スパ。おいえ。かな、わからない。今、また鳴ってないわ。また鳴りません。谢谢 Super Chat， 或者是想要帮忙接力上去的大佬们也是非常的欢迎，好不好？谢谢你们今天陪伴猪猪这个下午，然后果然最喜欢跟你们讲干话了。やっぱり相談ということ相談なんで最高。果然还是咱爱开杠啊，开杠真正是就爽的代志。真正是就送的代志，咱开杠一下。城堡很美吗？我也觉得这个城堡每次这个城堡的背景放出来，都会觉得很适合唱一些很迷幻的歌。对，很适合唱一些很迷幻的歌，例如 A 美的歌曲，或者是娘娘谱曲的那些作品。米娅伊拉塞，而且讲到我们的迷幻啊。来，我们这一档最迷幻的，我们这一档最迷幻的只剩最后2天。我们这一档最迷幻的草空间，来，我们这个来草空间档期的这个还不够迷幻，这个是非常和平的芋头、花生糖、香菜、春卷的口感，所以大家大受好评，大家基本上就是好评，一致好评吼。这个还不够迷幻。然后最迷幻的是，对，下面这一杯香菜粉圆不虽小拿铁，对，这个请各位剩最后2天的档期，想要感受一下人生跑马灯，不是，想要就是稍微清理一下你的脑袋，想要稍微思考一下人生的部分，欢迎把握最后2天可以去品尝一下。它不能说难喝，但你要说它特好喝，我又不敢跟您保证，我只能说这一档期它的确值得您品尝，好不好？它的确是值得您品尝，这个一点都不虽小，包您喝了2026年马年运势大开，马上有钱，好不好？谢谢大家啊！日スパまたなってないけど、とりあえずスパチャットありがとう。我们谢谢这位。あれは18歳ではないよさん，スパチャットありがとう。或者是想要帮忙接力上去的大佬们也很欢迎哦，好不好？谢谢你们，我好怀念我们的那个彩虹接力的部分。对，之前还很菜比巴的时候，我们家大佬很爱帮我彩虹接力。现在选股大哥伊拉塞，欢迎你，欢迎你！我今天有唱几首猪猪的自己的原唱曲，唱得好开心哦。等一下，我调一下我们的伴奏，不知道会不会太大声。之前努力抓捕迪卡的 iPhone， 然后此时的迪卡抓不到，对，抓不到，你们抓不到，对，抓不到，实在太好动了，好动到抓不到。说时迟，那时快，我们大燃烧神教先生接力啦！最後は何なんでしょう？最後もう一つ、どうぞみんな、もう一つ、日スパもうすぐ完成するよ。日スパだよ。まあ、最後、赤は何なんだよ。赤、お願いします。赤。昂血，我们只差最后昂血，有人要接你一个不？谢谢我们大燃烧神教有始有终，我们的募资商品已经寄出去了。大燃烧神教，感谢你有始有终的赞助我们的募资专案，记得哦，我们的募资专案已经全数出货出去了。我们再次感谢我们创立最扛最挺的伊藤先生，对，那他今天全数出货出去了。那基本上没有意外的话，礼拜一你们可以看看你们的讯息或者是电话有没有就是邮务人员打电话找你们，特别是家里可能没有管理员、没有管理室的，可能麻烦一下帮我们好好的把货收下来，不然被退货真的是很麻烦哦。谢谢大家收睡觉哦。最後の赤スパは誰どこ？誰どれ？最後の赤スパ誰かしら？緊張する呢，我較緊張的啦，剛會成，這個彩虹剛會成功呢，謝謝你們，我們真的是最後的最後，我們端看緣分，是否有人要把最後的1500承接起來了吼？
谢谢你们。然后最后就是草空间的档期，没想到啊都有嘛，你一转眼呢。我原本想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专辑发行的前1-2天吧，那时候其实也是忙得不可开交吧。那时候因为在忙那个3D showcase 的状况，每天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然后不知不觉我们的草空间档期就开始了。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其实蛮担心大家没兴趣去尝鲜的，因为这个东西其实蛮吃就是大家的品味，以及就是是否面线哥们真的如此专情，愿意跑这一趟。对，可是万万没想到炸出了很多愿意尝鲜的勇者，这个我好开心哦！不管是面线已经去吃了，还是 B 鹏朋友偷偷去品尝，然后还帮我拍那个宣传的影片之类的。为什么要加香菜？这个很好的问题。你知道我的头上那根草就是香菜吗？慎重介绍，朱迪卡是由香菜、嘎西德亚以及猪脚所制作而成。你们的推是嘎西德亚、嘎 NC、嘎迪卡制作而成的，当然一定要有香菜。我看了，考验大家的致命香菜魂，没有错，戴雅先生。对，所以我只能说这一档期我真的是见证到大家真的很专情，你们很爱我，谢谢你们，真的很爱我，就告诉自己忍一下，不需要忍耐，有这么夸张吗？有这么夸张需要忍耐吗 ？Oh my god， 没有这么夸张啦，大概鼻子捏一下嘛，对，床单捏一下就会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不是床单捏一下，那个是本的剧情，对，然后那个鼻子捏一下吼，然后珍珠把它咬一咬，不要浪费，还是很好吃的啦，好不好？对，有时候非纯正香菜控，但爱香菜。我自己是什么样的香菜料理都可以吃，我被我们家面线已经弄到什么样的香菜料理都敢玩了，我天哪，太多了。还有什么芋头染色的指法？这是我们隐藏材料，对，什么叫做隐藏材料？我在勾虾尾。对，我们这个芋头的部分，这个是隐藏版，对，只有那个非常专情的那个朱迪卡的观众才知道。对，我们他娃点出了这个隐藏版的这个材料。对，我跟你讲，我生而在台湾，可以有芋头跟香菜。我跟你讲，我哪国都不去，我打死也要做台湾人，知道没有？其他国家的芋头一点都没有台湾芋头好吃，其他国家的香菜根本不是香菜。我就跟这个学姐一样，死都要做台湾人。对，我觉得这个学姐来讲应该是非常的有说服力吧。我们也是讲到，对，你看我们这个学姐现在就把它炸出来了，为什么？是她告诉我什么叫做所谓的真正的民族认同感。她嫁过去已经10年了吧，学姐，你作为鹿儿岛人妻已经10年了吧？而且有3位混血王子公主，非常的幸福美满。她早就可以规划为日本国籍了，对。但是我们学姐她依旧爱着台湾，死也要做台湾人，死也不规划。我超感动的因为很多台湾人就巴不得变成日本国籍。但学姐一直守着台湾，然后一直守着猪猪频道，她知道我在推广的东西，然后就觉得好开心。这些缘分，对，就是这些缘分都是从以前到现在促成的，真的哦。我从学生时代的缘分，没想到在V圈可以变成这么强力的推手。就连伊藤先生也是我学生时代的缘分啦，所以我那时候跟伊藤先生见面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拿货给我，拿样品给我嘛，我就你刚是迄个好好的迄个什么学长哦，那是你，嘿呀，那是你啊，你都没变呢，你嘛没变啊，啊，有商业互捧一下，真的，我觉得这些缘分真的是太神奇了，对，所以伊藤先生可能觉得啊，唱嘛是塞的，不帮不行的这样，他把给的，
啊，也不是啊，创立伊藤先生他们做事情真的非常的仔细，对，也欢迎大家有任何的周边需求都可以询问，他们真的很真诚，很热切，而且做事真的很让人家放心，对，就好死不死这个缘分就扯在一起啦，对，我们刚好就是又是那个对这个学长学妹的关系啊，对对，然后学姐也是啊，学姐也是猪猪大学时代的学姐，然后没想到现在就是还是一直守在猪猪频道，我真的觉得这些缘分好神奇哦！你的床单需要到你冬粉，所以干嘛需要跟他对？不好意思，学姐，让你浪费了一条冬粉，还是一撮冬粉。我3点尾猪就要你们床单抓一下水。他哇，你知道我要讲什么？哎，你都知道，对。都被抹才拐去吗？萨库拉太棒了，萨库拉桑那位抹才应该是常常被塞满芋头、很爱芋头的那位彩彩对吧？萨库拉桑你很棒，你有一位很好的朋友，他在本频道是团宠，对，宠到不行，每个人都想揍他好几拳。但是你说我就开始玩巧克力猪脚嘛，好像没有错，我真的觉得。但是今年度大家开出来的菜单，我觉得像老干妈蛋糕，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但是接下来，我觉得我2月份有东西想要跟水灵宝贝玩一下，因为2月份刚好是水灵宝贝当家嘛。我已经跟水灵宝贝准备好我们的情人节，要试出非常台味、非常让大家印象深刻，让您各位萌总们心情看到一定会揪一下，永远都忘不了的高阶会员回馈，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好像在讲什么可是他好像在讲捏床单，对我刚刚在讲捏床单，我就是说那某个本里面有，对，然后学姐吃，然后从捏床单变成对，变成这么性感，忙碌一下好像错过很多东西啊！你没有错过任何东西，我还是一样精明干练，谢谢。然后话锋一转，一切都是缘分。对，我明明在讲一些很感性的事情，但是，总之，但是，毕业了最高，以上でございます。毕业了最高大姐，好啦，谢谢你们帮猪猪版尼基苏法拼到了750，然后あれは18歳ではないよ3，对，好像是潜水的观众，对，虽然说可能不常看到他，但是谢谢他。起手式的这个算是半条彩虹，然后也感谢大燃烧神教补上的750块，谢谢你们，一切都是缘分。心情揪一下，怎么听起来更像那个心脏被物理上抓住哦？这个对我们家不是臭迪克家族啊，对我是觉得臭迪克家族真的是还蛮帅的吼。哎，怎么要扯到这个？我应该是不用请我的子子孙孙烧猎人给我看呐，吼，应该是这辈子应该是看得完啊，吼。好啦，我们来找一下降落的地点。谢谢今天来听猪猪唱歌的你大家，降落的朋友有我们的波西以及我们的吉卡酱，谢谢你们。虽然说可能我的时间常常是大家的时差好朋友，但是我很开心在猪猪开台的时候你们都在，然后愿意带着你们的伙伴降落过来跟猪猪打招呼，你们都好棒。最高大姐，最高。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要降落的地点哦。说时迟那时快，我们最帅的欧巴，我们的罗普，我们去找爸，我们最帅的爸，我们去找爸。不太喜欢吃面线吗？没有关系，我们面线不是拿来吃的，是拿来塞。对不起，我家面线啊。我家面线最喜欢塞得满满的那个香菜啊，对，香菜啊，好，米娅谢谢，我是高代萨娃，还有佐夫谢谢，感谢探出头来的不管是新旧观众们，我们家最专情的面线们，谢谢你们。好嘞，摆哈，下礼拜的部分你们等我一下啊，这个乌星你太有反应了，这个乌星。不信你都知道我要讲什么，真的不愧。我觉得腐女们的那个雷达真的是很相近哎。这个天色有点暗了，对，这个对，好没事，对，那个最喜欢被塞的出现了，才自备的。好，现在我在讲什么福利熊？对，你们应该都不知道，对。好啦，等一下我要等一下，
等一下，我看一下我们的行事历，我确认一下，我下个礼拜，好，下个礼拜要陪吴行吃饭，下礼拜面线，好，我们休息一下，礼拜要陪吴行吃饭哈，然后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好，2、3、4有机会会开。但是1跟5呢，礼拜1要陪吴昕吃饭，我要陪吴昕。然后礼拜5的部分，猪猪要到台北出任务了。我们有一个算是采访的任务，对，这个礼拜5要飞出高雄国啦，我要入境我们的好，不要说天龙，台北国好不好？不要拿凤梨塞我，所以说我自认蛮会削凤梨的。你就手套戴着，然后抓着那个凤梨的头往下刨的之漂亮的好不好？刨完之后绝对不是我吃，是屯妈吃，她吃的很开心。不要塞我，最喜欢塞的都是直男啊！吴昕老师，你真的很懂，我懂，对，最喜欢塞的。好。塞椰子应该是高雄，对，我真的觉得那个，对，不要一竿子打翻全船的人。我们高雄人虽然说对有喜欢塞椰子的，但是不是每个高雄人都喜欢塞椰子，知不知道？对，我们彩很暖，尤其是我觉得我还是快点降落过去我们欧巴那边好了，对不起，不可以乱塞，轻放就好，不是对。佐夫今天不是瘦就是塞，我跟你讲这是正常发挥，我只是太久没有开台跟你们讲干话了。我们这边不止塞不止瘦，还有奶狗哥、总工哥、总瘦哥、美人哥、病娇哥，各式各样的歌让您任挑任选。我本身最喜欢的是奶狗哥，可攻可受，真的很棒。找不到另一半，母呆单身吗？可以来这边找歌哦，谢谢你各位。再等一下，吴昕老师，吴老师，你打得太入骨了。等一下，出口入口都出来了，等一下，原来对你而言那边是入口是吗？哇，果然重口。以及感谢各位新加入的歌们，你们都被我的歌声骗来当歌了。我是台湾歌人生 VTuber 歌是 VTuber 哥哥的歌，不是唱歌的歌。你们以为是唱歌的歌也可以，但是我们本频道专属经营哥哥的歌，欢迎任挑任选哦！感谢您各位陪我唱歌，阿兄，各位哥们，感谢你们陪伴朱迪卡这个非常非常多元、非常可攻可受的一个下午，我好快乐。国家鸡瓜。一夫一妻制，一个老婆还可以有一个老公，没有错。在本频道大家都非常的了解，是的，就是这个意思，好不好？有时候，因为上我蛮无助的，就是我今天缴电信费，就是网络电信公司没有告诉我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直播，对，没有错，我也没想到今天会有这样的一个直播，好不好？薄荷，你逃不了了，你上上下下已经是固定班底了。你逃了之后，请问猫系该如何是好？对不对？对，今天网络用很多，每天都用很多，好不好？我说的很不清楚。それでは間もなく、そのエンドラオバーループ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对不起，嘴瓢。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ね，各位哥们，谢谢你们的陪伴。咱后礼拜二过来开台咯，过来开台咯，好不好？谢谢你们大家，希望各位经过这次的配信都可以相相对对，满泥富贵，难上加难，喃喃自语，实在是素晴らしいではないかみんな。あっ。
尼基斯巴哪里马西达哟？3721是你吗？哎，谢谢3721帮我们补上了1500。尼基斯巴哪里马西达，谢谢3721帮我们补上了最后的彩虹，我们彩虹成功了，哥们，你们果然都是我的骄傲。3721，谢谢，我们完成了尼基斯巴。既然如此，这么挺本频道，看样子3721，你要不要来选个歌了？你该选了是吧？谢谢，完成了我们的尼基斯法，谢谢你们！哇，最后的惊喜原来是在3枪，谢谢你们，感谢大佬们！哇，好圆满哦，如此的圆满，就像我们吴昕老师说的，那你是入口不是出口，没有错。谢谢哇，泡泡熊，谢谢把我们所有的尼基斯法的这个猪蹄跑出来了，米娅的彩虹，谢谢少龙的彩虹，谢谢你们哇，最后好圆满，谢谢。感谢我们最后完成了我们的尼基斯法，ありがとう。台湾 VTuber 当作姫でございます。我是台湾 VTuber 迄个上大的囤足机，感谢恁各位今仔日的尼基斯法咱完成咯，恁真正都是我的骄傲咯，兄弟啊！谢谢你们，咱真正要讲到来去到咱吕布欧巴的兵德啊啦吼。选歌的时间有啦，我真的选了歌。我已经选了歌了，我们的 Lubu， 我们的欧巴，我们最帅的爸，我们的歌，好不好？好啦，真的要降落了，真的啦，下次一定，下次，好啦，这一次会降落。好啦，我们真的要去找我们最帅的欧巴喽，大家拜拜，谢谢你们的尼基斯巴，ありがとう。哦，就送